2003年3月11号，第78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是台湾文学欣赏会的专题，咱本地拢是第一个礼拜吼，即个月有调换时间哦，即个调换过程也真辛苦，互逐个老师辛苦嘿，歹势咱今仔日吼，有邀请到即个黄文俊老师吼，伊伫台语界算做不止逐个拢真有人缘吼。去年伊嘛有来甲咱演讲，迄阵伊伫迄教育部有伫内底咧做台语老师的咨询的即个工课，有起来咱甲好汉老师吼，甲咱介绍甲足清楚吼。若有要看录影带人吼，咱佫嘛是佫调会出来吼。来就是即个林美丽老师吼，林美丽老师吼，这是倒位有回？林美丽老师吼，我讲话都有回音是安怎？OK， 应该即摆好啊，你搁试。哦，好，咱第二位是林美丽老师吼，因为伊身体无爽快，我足惊伊伤，这接换的节目伊毋知法度无，毋过伊嘛是真热心要来甲咱做拍拼即个台语工课吼。文俊老师伊嘛是真体贴的心啦，讲无着互美丽老师先讲啦。因两个经验吼，我伫文宣拢写甲足清楚的，所以咱就安尼简单介绍就好啦。因会当用，因为我会记得讲，我要做即个主持节目的时阵，陈瑞老师伊甲我讲吼，咱的台文网播即方面的人，咱拢一直咧，去年咱拢介绍遮，咱今年就爱讲。甲摊开，就是讲为即个台文阵线遮的有在写的人吼，来做一个交流，所以我就一直去找遮台文阵线的人，安尼一直遐找，找到台文阵线的人会当起来嘛，差不多拢起来啊吼，即马着搁爱摊开别位去啊吼，所以讲，遮有在写的人吼，因为美丽老师伊即本册是迄阵迄个金泉老师甲伊出版的啦，嘛是足值得看。即个咱即个文俊兄伊即个柑仔店吼，我感觉嘛是足精彩。所以就是讲咱台文界欠小说，所以爱甲遮有咧写小说的拢爱找出来吼，互咱熟悉熟悉咱的台湾的即个小说，因为。算文俊老师甲美丽老师拢是较少年辈啊吼，所以少年辈的思想甲陈瑞老师伊所以我要讲就是讲陈瑞老师伊的跨度真宽，伊是希望讲甲遮台文的世界拢去甲人推测出来安尼啦，即点是互我足钦佩伊的即个跨度的心安尼。好，以上咱若是。文俊老师要讲，互美丽老师讲，咱就请美丽老师先开始嘿。你就再讲。好。大家好吼，毋知有听着声无吼？有。好，迄个因为吼，这我本底是想讲我是对谈的吼，互我20分钟啊尔，无做介长的迄个泡泡音啊吼。毋过吼，迄个以早做的，以早会做讲师吼，去甲大家分享讲我安怎行创作的即条路。我大部分拢是写即个散文啦吼，甲小说。我较歹啦吼，所以名美丽人无水啦而且即马是化疗了吼，迄个规个面拢转乌去啦，手也转乌剪到有若拢互迄个钢腿焊着安尼所以我较歹势啦吼，恁拢用真面目互看我毋敢互看，因为伤歹去
即摆我开始讲我的即个行创作即条路啦吼，即应该无问题啦吼。无问题。好，迄个我画破印安尼恁看有啦吼，看到字无？有足清楚嘿。足清楚吼。迄个很清楚。我的自我小解吼，就是讲我对囡仔时代，我着足爱学白编故事啦吼，啊，家己看到迄故事册吼，若落奇的吼，就是讲托起的迄种王子啦，啥物杂志吼，迄有故事啊，下棋还要续接迄种的吼，我家己着会，因为迄种共捡的册嘛吼，啊，所以家己着会想讲，即个故事的结尾吼，毋知会是啥物结局安尼吼，啊，家己着编故事做伎俩，啊，因为迄个册就是拢捡阮即辈阿兄互我的吼，啊，所以迄个算讲较困难啦，啊，毋过吼嘛互咱增加讲咱家己的迄个幻想啦吼，啊，联想力啦吼，啊，伫学生时代咱拢知嘛吼，甲贵人共款，拢是从讲台语拢爱用罚钱迄种啊，啊，所以有一阵仔。国小迄个阶段吼，自闭的啦吼，规气莫讲话，因为转去厝讲台语，啊，去到学校拢会袂记哩，啊，逐摆拢互罚钱吼，罚到足见效的安尼。啊，出社会了后，做的一寡工课吼，拢较伫菜市仔卖菜啦，啊，无着住工厂啦吼。算讲阮老母较早死，啊，所以吼，迄个咱较歹命啦吼，来做较艰苦的工课安尼。结婚了后，我才开始写稿，吼啊，趁一寡所费，啊，阮的囡仔在学迄个美乐蒂美语啦，吼，也是在学什么写大笔啦，啊，我着对因安尼学东学西，算讲我若是介爱进修，介爱读册啦，吼，啊，上悬的学历是成功大学台湾的文学系硕士毕业，啊，捌做复兴甲仁爱国小。为什么会写即个捌呢？其实我已经教台语教19年啊吼，啊，因为旧年癌症已经转移又搁转移，算讲阮翁讲个讲腹仔尾啊啦，所以吼，咱咧想讲，规气无着暂停咱学校的工课，啊，认真来养病啦吼，甲病看会使治疗好无啊？好是无可能啦，毋过会使加活几工啊吼，着加活几工安尼啦吼。啊，我的写作经历吼，就是以早拢写华语，啊，是对咱的1991年，就是民国80年，阮祖囝吼出世迄个时阵，啊，因为伊足乖足好骗的，啊，我拢甲囥到海螺里，啊，用我的骹枕头啊吼去揪迄个海螺的线。啊，而且迄个手着会使来写作安就对啊。因为迄个时阵民国80年，电脑还无遐尼通行吼，所以逐个拢是用手工业，拢用手写的，写伫稿纸顶悬安尼投稿的。啊，伫个民国86年吼，1997年，我有参加迄个台北市文艺写作协会函授班吼，一礼拜爱寄一篇6000字的小说，去互遐个迄个华语的小说家去迄个改。啊，毋过吼，我感觉用华语写吼，咱虽然有足侪故事的，毋过用华语写拢无法度一倍一笔安尼就对啊。所以迄个时阵的小说算无成色啦吼。啊，一直到做老师台语老师了后，吼，才开始学写台语文。啊，头起先嘛是拢做袂惯势的，因为读册时阵，逐个拢讲我迄个我的华语吼字正腔圆哦，拢讲我是外省的安尼吼。啊，毋过即马开始要用台语来写咱家己的母语的时阵，煞顿定无法度，啊，着只好用改编的吼，改编网络的笑话，还是演讲稿，开始学写演讲稿安尼，啊，来训练咱的台语思考。2008年就是97年了，我才开始写。迄个时阵我考到成大硕士班啊，啊，迄个时阵咱在用迄个台语台文的时阵，足流利啊，就开始挑战这个文学奖。
啊，这个文学奖吼，讲实在是较少人写啦吼，啊，毋是阮敖写，是较少人在写，啊，所以阮就一直得奖，一直得奖，包括这个文字嘛是安尼吼。啊，对写台文了，我就拢用本名来发表啊吼，因为我以早是用这个秦丽啦、甲林兰吼发表伫各大报纸吼，联合报啦，还是迄个中国时报吼，啊，甚至什么民众啦、民生啦，逐间都寄就对啊啦，反正300、500吼，有通互囡仔迄个买牛奶粉就好啊啦吼。啊，这是我的得奖的记录。对2002年开始，拄写的时阵是拢写华语的。啊，迄篇吼，算一个乌巴桑啊，袂晓写啊，就电人的技巧啦吼，啊，也是迄个一寡有诶无诶迄个用词。毋过我感觉华语安怎写，拢是迄种迄个雕琢文字，无亲像咱的台语遐尼大心安尼吼。啊，过来会晓写台语文了后，我就拢用台语写，我就无搁用迄个华语，无算讲感觉咱家己的母语较大心啦吼，啊，较接近咱家己要想的吼，啊，而且是咱熟悉的一个语言啦吼，啊，足侪，会使讲逐年拢有迄个得奖啦吼，啊，毋过虽然头拄讲阮介绍写，其实无介绍写啦。阮嘛是一年写一届安尼吼，尤其是咱即摆教育部是2年才一届安尼，所以拢加减爱参加别个奖啦吼，比如阮台南文学奖啦吼，啊，阮的屏东文学奖啊，还是府城的啦吼，还是迄个阿曲奖啊吼，啊，较迄个，迄个是我旧年吼，因为大院嘛，啊，伫迄个 COVID-19 足严重诶，伫迄个观察室吼，住5工，才有法度去癌症诶病房。哦，迄实在是有够痛苦诶啦。啊，所以吼，我用即个经历啊，投过台湾文学奖。迄台湾文学奖是会足歹得诶哦，敢若首奖就是第1名才有即个奖金，啊，真幸运吼，就互我摕到即个第1名。啊，好佳在吼，因为我就住院了，我就拢无转去学校搁继续教册，啊，所以呢，伊这奖金吼一捆头互阮10万吼，感觉足甘心诶，因为咱写文章诶人真正是足欠缺这个金钱，尤其是阮做母语老师诶吼，一节课才一个320箍安尼，会使讲无加减写吼，迄落真正会迄落擦巴肚啦吼。啊，迄落我为什么吼要对华语转换做台语来写呢？就是讲，迄落咱当试看卖啦吼，就是讲对华语来写台语，咱嘛是会使挑战家己的能力。啊，过来对报纸吼，就是讲一寡生活散文来改做写文学奖，吼，嘛是对咱家己的一种挑战。啊，迄落真侪文学作品吼，其实咱写作的人拢知影，真正足寂寞的吼。啊，尤其是行伫这足少人行的台湾路，啊，所以呢，阮若要阮就是拢利用比赛，才有法度互人看到。啊，毋过吼，迄个奖金当然一定要有奖金啦，啊无阮就要摇巴肚啊，对无吼？啊，逐摆呢，若是领奖的，拢会甲文俊老师相拄着啦吼，就是讲，毋是伊坐我头前，就是我坐伊的头前啦吼。啊，所以我甲文俊老师嘛是介熟啦。啊，即个吴宝春吼，因阿母吼，陈无嫌捌讲过，伊讲一条路戆戆啊行，一直行，吼，一定会行到位。我感觉即句是足好的话啦，就是讲，咱毋通讲哦，咱华语的文坛吼，迄个联合报啦，还是自由时报，人伊写华语的第1名是几百万。我感觉毋免甲人遐比迄啦吼，就是讲，咱有为着咱家己的母语吼。
文化想要继续行，咱就一直个行。啊，因为即条路较暗散，较无人行，吼。啊，所以咱一定爱坚持。啊，是好佳哉啦，吼，拢迄落算讲美丽有若是戆戆啊行，戆戆啊写吼，啊，奖金文啊戆戆啊入来，吼。啊，佫有一个阮屏东吼有一个陈恒伟老师吼，伊是华语的作家，尤其是写童话足够的。伊捌讲伊捌来甲阮上课的时阵，伊讲一件代志吼，你一直甲做，一直甲做，连续做8000点钟，迄件代志就会做甲真好。啊，我是感觉讲，为什么大要讲8000点钟呢？因为一工24小时。总共是333.33333，就是讲这个循环小数，伊会一直循环。这个代志你一定会做会好，要相信家己的能力，安尼就对啊。啊，因为我今仔日的迄个，我毋知影迄个文俊老师伊要讲啥物人设啦，吼。啊，本底是家伊摆做头前啦，啊，毋过我即摆已经坐甲脚只。这个腰脊骨都酸啊！啊，所以吼，我着讲想讲，这个八卦红之心吼，是迄个有互迄个美清教授吼，选入这个台湾台语现代小说选吼，即内底有收我迄篇迄个八卦红之心嘛吼。甲迄个咱日本时代遐个赖和啦吼，啊甲迄个一寡足迄个作家吼做伙，我感觉真正荣幸吼。啊，即个我着找一寡八卦红之心的即本册的画头，迄个吴长雄先生伊帮我写的诗，伊讲吼。其实我足感激伊的，因为阮拢无相捌。啊，要出册的时阵，金顺老师就找伊，吼，帮我写诗。啊，这个伊真认真哦，伊将我的文章拢看，伊讲，因为我着乌巴桑嘛，吼，啊，着我的小说背景着拢以家庭为主，啊，其他的是讲胡少爷见嘛，吼，啊，故多比试，所以有当时会写着工厂啦，吼，也是一寡。社会的基层的迄个所在啊，我写的文章吼，亲情啦，还是男女爱情啦，吼，还是讲伫个咱即个父权社会结构吼，迄个咱女性吼，较卑微啦，有当时啊，拢会互即个男性欺骗，啊，有当时啊会互放散，真可怜安尼吼。啊，伊嘛有讲着一句讲。小说内面的男性哦，10个有9个半有问题啦，哦，普遍无讲志啦、软正啦、畏缩啦、失败啦，哦，啊，若无就是利用这个社会权威吼来剥削这个咱的女性吼，啊，所以就变成男性来压迫咱女性，啊，变成这个命运的重担，就是拢咱查某人在担，这是确实的啦，吼，人讲3个迄个查某人吼，就会使成做一个菜市啊，啊，尤其是查某人拢较爱迄个喝咖啡聊是非，有无？我所写的人物设定，我的迄个小说内底的人物吼，大部分拢是即种伫个社会阶层吼，家吼啊，听因讲故事吼，啊，咱着去联想看因的心情，还是因的迄种环境吼，啊，替因讲话啦吼，啊，其实嘛是消透咱家庭的即个地位啦吼，吼啊，伊有讲到一个，伊讲对即点来看吼，我即本《八卦红之心》吼，大约就是以女性为主体，体弱势女性会来发声的小说啦吼。啊，所以呢，伊就普遍哦有自然主义的气味。这个自然主义吼，自然主义吼，是法国的左拉伊的迄个
足重要诶迄落。我是感觉讲，大部分阮拢会笑讲，阮作家就是安尼，写文章写了吼，作家就死啊。迄个咱诶文章诶迄个评价吼，评价就是互咱诶读者去解说吼。所以变成讲作家死了，但是文本的价值其实就是负载恁遮读者去迄个发挥啦吼，去联想。恁感觉讲伊是自然主义嘛会使伊若感觉讲迄个自然主义这个小说吼，伊就是要掀开弱势低层吼，搁病态社会秘密伊是期待我搁继续写啦，毋过吼身体无好啦，一年一篇尔吼，其实嘛无法度迄个写真济啦吼因为伊对我诶建议，我拢有接受因为伊讲即个针对即个短篇小说吼，因为阮在投稿诶时阵拢有文字诶限制，有当时咱描述介济，因为即个字数关系嘛是需要一直删到互伫限定诶迄个文字内底迄个字数内底，所以吼有当时无法度。逐篇拢会使下即个唐雄迄个老师吼伊诶迄种期待啦吼。毋过其实若针对讲咱台文诶迄个即种进展啦吼，我是感觉讲，我做了安尼，也是讲写了安尼，也是有啦，算袂歹啦吼。无可能讲一直得奖啦吼。好，即个。评审吼，安怎讲？就是讲，即篇我是伫民国182年，就是2013咯，2013迄对诶哦。咱诶教育部诶迄个母语文学奖，即个评审就是宋德来老师。宋德来老师伊对即个小说诶要求介严吼，足严诶。吴唐雄就是伊诶学生吼。即个宋德来老师伊讲，咱伫描写吼人物爱个性爱介明显，上好吼用即个样貌啦吼，仪态拢个写互较清楚诶，袂使讲变甲剩一个名吼，你若干那一个名，迄规气莫写安尼吼。即个场景呢吼，愈立体愈详细愈好。代志所发生诶时间地点拢爱互读者看会捌，就是讲咱诶场景有可能会牵涉着年代吼，你袂使迄个古早人会晓用即摆科技诶迄拢无可能，所以讲爱合情合理啦吼。即个情节诶铺排吼，伊讲毋通过头，就是讲袂使头介重尾冷安就对吼。所以讲，即个节奏嘛袂使拖沙吼，引起咱读者诶兴趣。结果就是毋通伤过线啦吼。而且上重要就是讲，即篇小说有啥物意义无？讲即篇小说若放伫目前诶文学史顶悬，是毋是有重要性？因为即个自然主义吼，就是即个宋德来老师伊即个评审内底迄个文章写，伊讲我即篇迄个八卦红之心吼，内底写的是一个老师嘛，伊是足认真诶，毋过伊有躁郁症，伊有迄个咱讲躁郁症吼，若发作诶时阵吼，就是甲厝内人足歹斗阵诶啦，逐项伊拢看袂迄个。因为即个人物设定是真正有即个人，嘛是真正有遐代志。毋过吼，咱咧写诶时阵，绝对袂使将人诶名姓吼，拢总会一定爱改。而且伊诶故事吼，咱会使迄个加吼，嘛会使减，就是讲，咱咧摄图红安尼，佮摄好肉吼，看要互伊肥，还是要互伊瘦安尼，绝对袂使讲安尼 copy 过来吼，指名
道姓吼，安尼互人知影讲啊，你咧讲啥安尼吼，安尼就较会出代志吼。啊，所以伊即个自然主义，伊就是讲，我即篇八卦红之心，伫咱台湾界吼，已经产生一个足好诶迄个开阔迄个，就是讲，有一条路叫做自然主义，咱台语有啦，有法度写即种文章出来安尼啦吼。好啊，即咱讲小说6要素，迄个你毋知听有无？啊，毋过，迄个主题就是讲咱诶中心诶思想吼。普通阮在迄个拢是对生活经验吼，啊，也是讲读较侪册去设定即个人物吼，啊，也是讲，像那讲对咱诶边仔诶人物吼，是讲较接近诶，也是迄个较有故事性诶迄种迄个故事吼，因诶写因诶故事安就对啊吼。你看我讲到有点忝啊。好，来第2个就是咱人物有变诶，啊嘛有圆诶，吼，啊咱诶观点就是讲全知诶，也是第一人称诶，也是第2人称，也是第3人称。其实大部分在写吼，拢是全知诶观点较侪啦吼。亲像我看文俊老师诶迄个，伊就是拢大部分拢用全知诶观点，全知诶观点较好铺排啦吼，因为咱就是上帝，上帝。叫你行即旨，啊，你着爱行迄旨；啊，叫你行东，你着袂使行西。吼，拢顾在咱安排吼。啊，情节就是讲，上好是会使甲咱的写作的技巧铺排，安尼有悬有低，安尼冲突，吼，安尼较有迄种可看性啦，吼。啊，即个对话就是讲，伫人物的伊的职业啦，吼，还是讲身份，还是年岁，其实拢会影响着语言的。文雅啦，甲粗俗吼，迄种程度啊，即个场景吼，嘛是爱以你的文章的背景来去设定吼啊。恁可能有个人无我的册吼，啊，而且我的册吼，因为我较无胆，我毋敢搁印啦吼。即马市面上可能拢买无啊，啊，所以呢，恁若有册的人吼。我伫讲遮哦，主题诶范例啦吼，恁若有册，恁就会使看我内底文章吼。啊，亲像即个，咱都有用即个八卦红之心吼，伊诶花语就是讲，八卦红就是咱讲诶仙人掌嘛吼，伊诶花语就是讲孤独坚强吼。啊，伊有一个传说吼，啊，迄个八卦红是咱精神病患吼。因的迄个一种代表的那个植物啦吼，因为因介尖介来啊，你要接近伊，足歹斗阵安就对啊啦吼。啊，伊即个范例吼，迄个就是讲，即个女主角伊发作的时阵，吼，因大家甲送去迄个伫迄个病院的保护室，因为伊。咱讲躁狂啦，吼，已经狂躁开啊！迄个大部分精神病的人，因无病视感，因毋知影伊家己破病，毋比咱感冒。咱感冒会讲会想讲，我无爽快，毋过因病内底，他们在病中是不知道，毋知伊家己是破病，啊，所以迄个女主角伊互送去病院的时阵，迄个。伊的女儿啊，吼，伊的查某囝看着，就开始会回想啦，吼，伊是讲，迄个时阵伊才国小人尔，啊，伊妈妈互掠伊伫迄个病院吼，神经病院的保护室，因为伊会拍人袂使吼，啊，所以伊就互送去保护室内底。啊，伊讲伊妈妈吼，伊印象看到就是讲，妈妈亲像掠狂安尼吼，伫遐。碰椅啦，贴面床板啦，弹枕头啦，这个经验吼，是我家己
看到的啦吼，因为阮家己的后生，我的大汉后生就是躁郁症啊，伊发作的时阵就是安尼啊，迄种迄个互我足大震撼的是啊吼，啊，大部分去笑的人拢讲伊无笑啦吼，啊，所以迄个女主角伊就伫遐喊，我无笑，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啊，即个因的一个查某囝吼，行甲面青顺顺，即个之前是老二，啊，自然是老大，啊，自然介高读册，之前较含慢，啊，所以吼，因两个祖囝嘛是伫遐足无奈吼，啊，即个老大伊是较巧，较敖读册，伊就真妖异啊，伊讲因为因即个主角因是拢迄个。因大家吼，拢算放利息啦，食息仔的啦，吼，放东来啦，啊，厝足好起来啦，吼。所以伊即个孙仔，即个孙女，自然伊就讲，到底啥才是正常的人哦？是啉酒啉甲着酒毒，伊爸啦，吼，啊，食毒食甲变袂毒，因爸啊，吼，啊，是讲爱钱爱甲不得手段的阿嬷，吼，啊，伊是想讲，啊，因拢有某种程度的病态。那安尼，谁才是病人啊？为什么？伊妈妈上进哦，最上进的吼，本来是做代课的老师啊，尔，啊，即马迄个就拄着咱教育部吼有开放吼，遮的代课老师去进修吼，去迄个补学分，啊，所以伊变成正式的，啊，佮一直咧考主任安尼吼，伊等于讲足上进的啦，啊，毋过。即马互关伫精神病房内底，伊上主啊，佮上僵持的妈妈，规个骹拢歹，啊，干那妈妈好，啊，毋过即马破病嘛是变病人啊吼，啊，伊就家己会想讲啊，干那伊家己知影讲，因即口罩上善切，上甲存钱尔吼，啊，所以因妹妹就讲，姐姐你甲看哦，八卦红外表虽然有刺，毋过伊的内心真柔软呢，啊。妈妈平常时虽然歹清清，除了因为病以外，啊，咪是伊嘛是想要保护家己，才会安尼气压压。这是真正啦吼，因为迄个阮后生安尼，这个躁郁症吼，我会去阅读因这种病人诶所写的册，啊个迄个因诶一寡医学的常识。啊，我是感觉讲，真正是安尼啦。因会为了要保护自己，为着要保护家己吼，因会一直甲即个现实的社会安尼冲突，啊，甲人际关系拢无介好安尼对。啊，即个姐姐吼，伊就甲妹妹讲，伊讲你会安尼想，表示你已经大汉啦吼。其实吼，即个故事吼，即篇迄个，伊讲当初吼，上帝做即个万物。八卦红吼是哪水遐尼软正，你小可卡的伊就会死去。啊，这个神不忍心，伫伊的心顶悬砍一领，电敢若铁的正角，啊，顶面有伤人的刺呢，吼，尖尖的刺。对这个时阵开始，就无人看过八卦红的心啊，因为用电卡甲伊砍的嘛，吼。啊，变若有人挖进呢，就会互伊插甲老血老地。足贵安尼有一个武士吼，就是要来消除这个八卦风。这个剑吼，即扑落，哇，绝对内底流青色的汁出来。哦，原来迄就是被封存的八卦风之心吼。因为无人了解伊孤独，所以伊只好化作弟弟的自类。咱想想诶，真正是我家己嘛有点仔怀疑，我倒有法度写安尼文章出来。因为咱可能是迄个照顾这个躁郁症的病人吼，太济感慨吼，啊，看到这个八卦红伊的花语是孤独又坚强，我家己嘛是目屎会流了吼，因为我对这个后生上毋甘，咱毋是，咱拢希望囡仔会使健康平安大汉，啊，毋过就哪阮翁讲的，咱是安怎顾会甲囡仔顾甲安尼，顾甲小病发作，啊，其实迄可能介侪原因啦吼，啊。
即句吼，其实啊，精神病患者伫即个社会，就亲像生伫沙漠的北国风遐尔啊辛苦。这就是姐姐讲的吼，姐姐较大汉，伊较会晓想吼，伊就讲，因用坚强的外表来保护吼，捍卫伊迄粒脆弱的心。因的妈妈个性吼，外刚内柔，吼，就亲像北国风。为着要保护因吼，所以伊就爱较坚强，袂使哭。所以姐姐就甲妹妹讲，袂使哭，哭代表输哦，咱拢袂使伫别人面前哭，知无？吼，所以。即个姐姐就较迄落，毋过落尾即个几个故事吼，落尾即个自然嘛是钓到啦吼。事实上，迄个迄种诶，咱讲小说就是虚嘛吼，比较虚构啦吼。咱会使顾在咱甲敲切啦。第二点就是讲人物，虽然迄个我讲偌久啊哈。哦，差不多啊，你会当讲迄个你后壁迄个小说要怎写？我感觉迄段甲阮教导一下。小说咯，嘿，是最后一拍，嘿，因为最后一拍。这好讲了，就文存就免讲啊。这等咱搁去哩就好啊，吼，迄大家小看者。哦，迄个人物的去哩就是，搁去哩讲迄个故事安排的啥字，哦，这对，对吼。毋是去哩，搁去哩，拄啊，迄个对，观点视角。好，这个观点视角就是讲，你内底人物是用啥物观点来看？就是讲，你若用第一人称，就是讲我吼，我就是第一人称嘛。我是内底文章的主人，吼，就那亲像咱的迄个城南旧事，吼，这个林海音，伊用迄个英子的观点，伊是伊细汉发生的迄个，咱用我的目睭所看的代志，我所叙事，我甲写落来，安尼就是第一人称。若是好，小等，听者，迄个节奏，迄个节奏，小说的节奏，迄个有1、2、3、4、5，嘿，啊是讲迄个2、1、3、4、5，迄个节奏是情节安排。情节安排迄个，嘿，因为这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大家较知影，迄个情节安排，嘿，迄个所在，嘿。情节安排，其实我感觉这介简单啊，因为咱有当时会对，咱咧看电影有当时会对现在开始去回想，若是迄个安尼叫做倒叙法嘛吼。你若是讲自古早吼，阮母爱年代一直到即马安尼来写落来，安尼就是个顺序法嘛，对啊。顺序法甲倒叙法，大部分即通常较看有诶啊。你若讲即种小说诶迄个介绍写诶人吼，伊用图奇法，就是讲对上有冲突诶迄个事件来写，就是讲比如讲，迄个两个翁仔某相骂啦吼，咱举例啦吼，讲相骂可能冤甲足迄个，即个查某囡仔就走出嚟吼，台车来砰，可能后壁你要叙述诶，就是讲你要互伊活，你要互伊死，吼，还是讲你要互因咱规个结局为什么因两个会迄个冤开安尼吼？就是讲，即种就算讲图奇法啦吼。合我咧就是2、1、3、4、5。其实吼，我咧写这个时阵，我嘛跟你们感觉讲，哦，这写作遮尔晦气呢。咱个安尼排吼，这篇的若是无得奖吼，真正就无采啦。所以大部分阮都写吼，即种合我啦是图奇的吼，较袂去即个啦。我看文字的大部分拢是顺序甲迄个上帝观点的嘿，迄个伊较好写啦。我较含慢啦哈。好，咱的则小可迄个做结束就会使嘿。好，迄个咱迄个小说6要素嘛，对话就是讲人物讲话的迄个是介重要的，就是讲你有读册的人吼，甲无读册的人讲的言语一定是无共的。
人有读册的人，人讲着就是安尼作书文的，会用有一寡成语啦，一寡迄个，咱若讲台语就是个客家话啦，是谚语啦。你若较粗鲁的，就什物潲什物潲，哦，够歹听。吼，所以讲，咱在写的时阵，就是对这个人物伊的设定，一个较粗鲁的人，伊绝对吼做事人，伊绝对无可能伫遐咧甲你讲甲足文雅的吼，足水气的啊，足有学问的，吼迄个伊即个对话语言吼，我是感觉讲，咱咧阅读的时阵，因为我最近有看到阮的文友伊咧写的文章吼，伊毋知影讲啥物话是叙述语言，啥物话是人物的语言，拢标点符号拢学袂用，所以我有当时都想讲，我若阁有开单，互我足想要来开班，过来教阮遮个爱写、爱讲台语、爱写台文的人，吼，用正确的一寡写法啦，吼，毋过迄个身体实在是无介好，迄个无去遮下大湾好啊啦，吼，伊即个作者的叙述语言，吼，咱在看册的时阵，应该的拢应该看有了，就讲咱作者利用隐藏的那个向读者讲故事嘛，经过咱文本讲的时阵，互咱真正的读者看到安尼，人物的对话就是若是有引号，吼。讲起来，迄就是人物因的对话。这对话袂使小看它吼，就是讲对话其实嘛是暗中着一寡咱故事的发展就对啊。这个内心独白，这就是咱以前迄个意识流啦吼，这个黄春明因咧现代文学足流行的吼，人物的思想啦吼，也是家己问啊，家己引安尼吼亲像我遮有记咧吼，就是讲作者的叙述语言，就是讲我伫文章内底一直在叙述讲，即个环境安怎吼，就讲房间内点吱吱啦，敢若听到嘶嘶嘶即种上锁的上去的声，因为结束了，淑美因翁就变植物人了嘛吼，所以遮的叙述就是咱作者的叙述语言场景吼，咱场景讲了就会使读过啦吼。迄个场景就是讲咱小说的迄个，包括你时间、空间，吼自然的社会，吼物质各种的环境，咱咧表现的就是讲，即个人物甲即个事件，伊所具备的要素，吼。比如讲，你要讲228，你迄个时间一定爱伫迄个年代嘛，你袂使。跳来跳去，学袂写，除非你要写迄种，人讲瞬间转移的迄落吼。比如讲，这场景就是讲，你要写失恋的时，你用落雨天，也是讲风云啊，要暗啊，迄种天气安尼暗，比如伊的心情就是安尼吼，足歹安尼吼。你要描写你的事业吼，就讲爸爸事业。会使讲厝头家己要来讨厝税钱阮无钱迄个四界走总安尼吼，迄个翁吼无半粒米啦吼，囡仔讨无钱，迄个通交学费安尼骂号安尼吼，即个即个徛手的天气，即个范文吼是内底文章，毋过迄是另外一篇，毋是挂风吼。无要紧，咱这下当后边搁请你来讲嘿。咱希望迄个美丽老师伊会当身体搁较好，会当来甲咱教要安怎写作吼。我感觉真趣味吼。想诶啊，搁好身体真正迄个。好来，咱做一个速记啦，无迄个文俊老师足够讲诶，恁若无听着伊讲吼，足无彩哦吼。你即阵甲笔摕起来写，你就是作家吼，知影吼 ？OK， 安尼好，我结束。咱煞接请文俊老师吼，伊诶体谅啦吼，请文俊老师。美丽老师，你会当你的麦克，文俊老师，你要开你的麦克。文俊老师，你的麦克无开。美丽老师，你会当先休困一下，迄个听一下，了后看观众有要甲你 Q&A 无嘿？你若是搁会坎直的话吼，你着搁小嘿。
你就会当甲迄个镜头先关起来，你的迄个镜头先关起来，啊，先倒咧去听就会使。好来，咱线顶的各位好朋友吼，我有看到单位老师吼，这我嘛是单位老师的迄落读者吼，伊的作品我进前都捌看过吼，算真敬佩啦吼，但是吼，真正这功夫万里深坑吼，佫要爱需要学习。拄则嘛感谢美丽老师吼，分享伊迄个写作的一寡美感甲概念吼。真正拄则迄个贵兰姊吼，讲要邀请美丽老师吼，若阵等伊身体较好一寡吼，爱来讲一寡较有路的写作吼，这我真赞成吼。因为咱今日这个课程吼，这个会议吼，我敢答应的原因，毋是讲要讲写作吼，因为当初你制作的时阵，我本来想讲就讲一下人物就好啊，讲人物就敢若你讲故事吼，所以。免牵涉到这个实际写作的一寡有路的物件，因为这个部分吼，等于是我较弱的所在吼，所以我迄阵吼，人讲贵兰姊伊开喙我快就甲答应吼，就是这个原因啦吼。今仔日真欢喜吼，来含大家伫线顶的好朋友来讲一寡写作的一寡问题吼。请问咱有看到我的这个 PPT 无？敢有看到？有吼，应该算正常吼。好来。我是阿春啊，吼，我拢足介意讲大家叫我阿春啊就好啊，吼，较亲切，吼，我即马这个简单的经历我就无爱搁留啊，吼，大家看过就好啊，吼，这是我的第一本册，吼，这个叫《杨桃将军》，吼，伫2018年出版的，吼，这是第二本册，就是2022年，吼，算旧年的8月出版的，吼，叫做《万灵柑仔店》，吼，为什么？当初你含贵兰姊制作的时阵，我会讲吼，我想要讲我的小说的人物的吼，主要有一个原因啦吼，就讲捌有朋友捌甲我问过，伊讲吼，阿春啊，你的小说的人物内面吼，你的工课啦吼，还是讲你的生活都真单纯啊，你就做老师尔吼，为什么你的小说的人物内面吼，也有迄个酒店的人啦吼，嘛有一寡咧开公司的党的啦。吼，嘛有迄乌道的啦，吼，为什么会有遮尔大的这个差别吼？我就讲吼，可能是我真爱听故事，吼，真爱听故事，因为咱人的人生的经历吼是真有限的啦，吼，因为每一个人各行各业，吼，你个人的一寡人生的经历吼，真正是真有限，吼，就亲像讲你也做医生，你可能你的人生的经历就是伫病院，你看诊。你接触的可能是护士，也是遮的患者，对无吼？我做老师，我接触的可能是同事、老师较济，或者是家长，家长咱的接触其实嘛真有限，为什么？除非就是讲这个囡仔有啥物一寡问题吼，咱需要含这个家长定定直接，无咱对家长的理解吼嘛真有限，所以咱嘛无可能讲真详细去了解讲伊是做啥物行业，伊的幕后有啥物故事，对无吼？所以。为什么有遮尔大的差别呢？就讲吼，可能我从细汉就足爱听故事，我嘛足爱去观察这个每一个无共款的人啦吼，所以会有这个遮尔大的差别啦吼。比如讲像我第一篇的小说就是廖党的，这篇廖党的吼，伊其实就是伫描写一个吼，做事做一世人一个算真真卡真朴实的一个做事人，吼。毋过吼，伊伫都市计划甲土地中划迄个过程当中吼，伊创作变成一个好野人，变成一个好野人哦，好野了后呢，就开始人讲这王哥六个就拢来啊，王哥六个就来啊，人好野就是呢，你自然你的身躯边就一寡人来啊，然后伊这时阵伊拄好个中风。中风伊就开始因为伊的田拢变成建地嘛，伊就无啥物通需要做事啦，对无吼？然后伊就去参加一个迄个游泳池的俱乐部，这游泳池的俱乐部呢，伊就开始熟悉一寡人，这个人拢知影讲伊是土地中划的参条所以呢，规工就开始伫遐含交配叫伊廖党的，因为伊姓廖廖党的，就开始加军加党
加军加党了后，吼，迄个加军加党的过程当中，伊当然袂随家设计，吼，伊会招你啉茶啦，吼，泡茶开讲，了解你介意啥，对无吼？了解你介意啥，吼，了解你较兴倒一味，吼，安尼开始来开始成，吼，来开始引诱，对无吼？吼尾当然，伊即个加军加党的即个你兄我弟就了解，即个廖党的，吼，伊对即个粉味的，吼，对粉味的有较兴，对无吼？所以呢，就开始要设计粉味的陷阱，吼，当然，即个过程当中，吼，即个伊的看守，吼，嫁伊一世人，当然嘛知影因翁的姓，对无吼？所以伊加减啊，会淡薄仔感觉着讲因的翁婿安那，吼。行为啦，各方面开始咧变款，对无吼？开始咧变款，吼。当然，迄个过程当中，吼，咱就描写作是讲，即个吼，你兄我弟安怎去甲伊加军加党的过程当中，吼，然后吼开始吼，请伊去签，吼签即个六合彩，吼开始请伊去占粉味的，吼去占酒家，吼开始请伊去跋筊。吼，因为咱人讲拢知影嘛，吼，讲你若阵正常的生活吼，你讲要参交啊，你的钱啊，你的财富啊，吼，要一夜之间拢无去，迄是无简单的啊。但是呢，若阵是即个行粉味的店，吼，还是讲即个占酒家，吼，还是讲去跋筊，吼，才有才调讲伫短时间内，吼，甲你的即个财富吼，甲你用了，对无吼？吼，当然，这一切的计划呢，拢是伫后壁拢有一个乌道的老大的庄稼人伫后壁，伫操控，所以我伫写这篇小说的时阵呢，我就当初伫写的时阵，我就是有去注意到讲这个歹势跳伤紧讲伫写这篇廖党的过程当中啦，我先甲这个人物先安排，安排了后，这个廖党的伊是一个主要人物，伊的这个这个加军加党的这个朋友，因的设计啦，伊的引诱啦，拢是对伊的一寡这甲城对无这个时阵呢，伊一直要往这个万长的深坑对落的过程当中，伊的看守是一个要甲伊诱起来的力量，当然这个看守呢，对伊其实无啥物足大的影响，但是呢，伊敢甲讲一句话，讲你是做人是大人，做人是大人，你应该爱好好做你的事实模样啊，唔通安尼毁累，甲你的祖公留互你的财产拢毁累了，安尼这时阵你做人的时代是用看，会用看衰小对无会用看无的对无所以伊希望讲伊这个翁婿，会当莫甲愈陷愈深对无所以这个人物的安排内面，我就安排因这个太太变成一个足重要的人物啦，对无然后这时阵呢，因为我是要甲伊当做这个乌色的这个戏剧的这个表现啦，所以呢，我会安排几个迄个甘草人物，伫遐拉稀的，伫遐讲一寡五四三的无营养的话人，伫遐当讲咧话好难的，对无讲一寡五四三的话人，做这个甘草人物，莫互规篇小说伊的规个步调伤过头严肃，因为毕竟我是要透过讲有淡薄仔敢若迄个汉古性互人你去理解讲人生就是安尼你对一个做一世人的艰苦人，有一天因为都市计划土地中划的关系，你向向变做足好嘅人，你变做足好嘅人了后呢，向向你讲加足侪朋友诶，即个游泳池俱乐部诶真侪朋友，平常时含你可能无讲真熟悉，即马拢较袂着就叫你廖党诶来甲伊称呼，叫甲亲夫对无无形中迄个距离就愈有愈近，愈有愈远。透过泡茶开讲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你是兴啥物，你介意啥，你对啥物较有趣味，然后呢，开始去设计讲甲你引诱你去
蘸粉味的去行酒店，去跋筊，去签六合彩，等等等等，最后呢，这个一切的过程其实拢是有一个人伫掌控，就是乌道的老大的，牵你去酒店的，拄开始钱是伊出的，牵你去跋筊，拄开始你欠的钱，伊会互你欠的，为什么？目的就是希望到最后，你的土地会当俗俗啊卖，甚至啦，伊用这个所有的债务就用土地来抵消，这一切拢是用这个过程当中来处理啊，这是我第一篇这个小说廖党的人物的形象是安尼来做的当然，伫我的生活中有一个这种人无，有啦，有一个类似即款的人，我捌看过一个就是讲伊中风的这个中年人，伊就骑一台这个三轮的脚踏车，逐工伫阮游泳池附近安尼落送安尼骑咧，看起来是足用的，有一天我就问阮朋友讲，这个人规工看起来阴森森，拢伫游泳池出入，敢讲伊免做任何工课。尾下才知影讲，原来伊就是人讲的传说中的廖党的，就是讲伊是一个当然伊毋是真正生的廖啦，因为阮台中足侪这个这个田桥啊伊土地真侪拢是生廖的较侪，所以我来号一个廖党的，伊土地真侪嘛，所以呢，伊就靠这个土地出租收这个租金，甚至讲你真正无够开的时阵凊彩留一地啊，挂一角啊，就会当有真侪钱通开啊，所以呢，伊怎变成土地中划了，伊怎变成一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英人，伊敢是党的，当然毋是党的，伊也无开公司啊，伊也无经营事业啊，他用叫党的，但是呢，因为伊太好嘢咧，所以大家拢叫伊党的，所以即嘛显现咱台湾人一个真现实，真现实的一个惯势啦，就讲只要看到好嘢人，就较袂着叫人党的，伊也无开公司啊，为什么会叫伊党的？纯粹就是讲伊就是好嘢人，怎变成好嘢人的一种称呼共款，这是这个廖党的这个人物的形象，这是第一篇啦，第一篇我用几篇来举例来讲互大家听第二篇这是股份有限公司这两篇其实拢是伫我的第一本册杨桃将军内面的。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当初我咧写这篇公司的时阵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时阵其实是一个真卡学吧，卡学的经验啦就是讲我熟悉一个朋友伊含我顶下伙伊嘛是这个读某一间师专毕业的人算含我的教育背景是真接近啦但是阮是出社会了后才熟悉的我熟悉伊的时阵伊有一个好处啦就是讲伊的华语讲了不只标准就是讲伊的华语讲了足标准的咱讲的讲字正腔圆对吧讲了足标准的所以我一直而且伊的姓伊的姓佫较特殊咱台湾人有这个姓真少，所以我拄开始的时阵我拢一直叫是讲伊是外省的就是讲伊的老爸老母还是伊阿公阿嬷可能是1949年以后甲走来台湾的这个情形但是呢尾一寡场合熟悉了后我才发现讲伊的一寡这个讲话啦迄个开口啦甚至有当时伊咧讲台语的时阵佫讲了不止标准无迄个外省囡仔的腔口我因为算嘛有淡薄仔交情我就问讲你敢毋是外省的伊甲老实承认讲其实伊是这个平埔族的平埔族的就是这个台湾平埔族的因老爸因老母其实拢平埔族的问题是足顺的包括因老爸老母包括伊家己本身伊拢有迄个相关的一寡迄个证明会当讲互我听啦但是
我来问讲啊，你既然是安尼，为什么你无爱承认讲你是平埔族的身份啦？就讲吼，因阿公迄个年代就甲因讲啊，讲吼，绝对袂当承认讲是平埔族的身份，因为因感觉吼，这个平埔族的吼，拢互汉人欺负，吼，讲因阿公迄个时代拢讲吼，平埔族的拢互汉人欺负，吼，啊有这个缘由，吼，啊尾啊透过几啊遍的一寡吼，这个阮互相真了解的这个讲话了后啊，我较了解讲，其实平埔族的。伫咱台湾其实无消息，但是呢，伊怎变温性，变成隐性化，温性化。就讲有个人伊是透过含这个汉人通婚，改汉姓，有的是根本伊也无含咱通婚啊，但是呢，因就直接改汉姓，甚至因佫有迄个公妈牌啊，甚至佫尾啊，我去找资料的时候，佫发现讲，台湾真侪这个平埔族的这个公妈牌啊，真趣味，比如讲伊偏偏姓吴，姓吴啊，有诶就用这个江夏学这个中国诶这个江夏堂啊，有诶啊，如讲来到福建诶，就用这个紫云堂紫云堂但是呢，奇怪台湾这个咱一寡平埔族诶，伊也准改汉姓改姓吴诶，伊诶迄个堂号都毋是江夏，嘛毋是紫云，颠倒是可能叫做玻璃可能叫做这个田中。可能叫做社头，等等遮是用台湾在地的地名去做伊的这个蒙牌的堂号，所以这个我就去研究相关的资料，真正有这个现象啦，真正有这个现象，我就了解讲，原来伊可能是某一寡原因伊无想要互人知影伊这个平埔族的身份，第二呢，伊为着要暗藏伊平埔族的身份呢。伊伫这读师专的时阵啊，足认真去学这个华语，学这个讲国语，所以伊甲迄个国语讲甲足标准的，甚至去参加过这个迄阵师专因每一年拢有这个专省的师专的这个国语文的竞赛，包括这个华语的朗读啦、演讲啦，拢捌得过全国的前几名，算讲真优秀的一个人才啦，所以。为什么伊要暗藏这个呢？当然伊有真侪迄个理由，就讲因阿公来讲这个平埔族的身份啦，伊无爱互别人知影伊平埔族的身份，这当然为因阿公因老爸迄个时阵留落来一寡这个因的祖先的这个祖训啦，过来呢第二伊伫主流社会奋斗的拍拼的经验，因为股份有限公司这内面讲到一个讲伊讲因老爸伫这个军校一直想要升到将军，但是呢伫早期军中的社会内面台湾人啦要升到将军是足困难的，足困难的加上讲因老爸这平埔族的身份嘛是无法度。嘛是我度所以呢一直到升到上校到顶啊，到前半啦，无法度去升这阵伊就退落来，退落来了后呢因为因这上校关系佫袂歹所以呢转去这个地方的这个退伍军营的辅导中心做主任，因为伫退伍军营辅导中心，所以伊就会去含一寡这个以前国民党的这个。主政的时阵啦，一寡因这退伍军营的经营，因为老乌嘛，拢是投票部队，对无所以呢，因老爸因为这个关系呢，经营真侪这老乌的这个党务的关系，怎慢慢含地方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政商的结果，开始有愈来愈深的这结果，嘛因为因呢怎开始含地方的，比如议员啊、县长啊，这地方的政治人物开始有一寡利益的交换，开始有一寡共同的利益的结果，开始因老爸坐到边，为什么？因为国民党政府伊上搞的就是甲这个一寡这个社会各阶层的人，一步一步纳入去伊这个政商结构的内底，会当互因一寡。这个好康的，好食到甜了因老爸就知滋味怎开始去开一间企业社，所以
这个主角因老爸开始开企业社了后，吼，含地方的这个议员啊，吼，县长啦，拢有一寡交配，吼，啊，拢会替这个议员啊、县长啦，吼，拢做一寡这个白手套的工课，吼，啊，所以呢，怎变成足重要的一个人物，吼，啊，这个我讲的这个主角，这个伊原本是师专毕业的这个老师嘛，吼。啊，所以呢，伊原本到尾有去读这个一间大学的这个法律的研究所，伊想要本来是想要考律师，但是呢，律师考几啊遍考无掉了后，尾也放弃，佮倒来回头倒来做老师，开始考主任、考校长，因为因老爸伫社会伫地方有真好的关系，所以伊考主任甲考校长拢一遍就过关，而且考掉校长了后呢，马上就分发出去做校长。搁伫因迄个县市啦，就是伫因老爸因的故乡的县市。因为透过因老爸的关系呢，所以呢，含县长、含议员拢有真好的关系。这就是咱讲着平埔族伫因早期因认为讲因受汉人的欺压，但是呢，到因老爸这个时代，甲包括伊开始了后，因为含地方的这个政商的结构，有真好的关系了后，伊怎伫迄内面得到好康的。因老爸遐好康诶嘛第一名考主任、考校长拢一遍就过关而且呢，遴选诶时拢一遍就会当去一间大学校，怎变成讲伊怎变成因老爸诶一个这个真大诶帮助啦。爸仔囝就开始结合开始共同结合结合这个政商诶结构诶发展伊去一间大学校议员啦、这个县长啦，有一寡这个。袂当互别人知影的一寡工课呢，拢透过经费，然后来拨来伊即间学校，互伊来处理。当然这一定爱有好康的互议员，嘛爱有好康的互县长，因怎变成一个真愈来愈大、愈甲愈歪的一个政商的结果。但是伊发现讲，因老爸所做的这个工课愈来愈显目。甚至地方上真侪政商的人物拢开始去注意变啊，所以因为伊读过这个法律的研究所虽然律师无调，但是伊知影伊有法律的专长。这个时阵伊开始要甲因老爸一寡企业社开始转型，希望讲会当透过法律的手段，甲伊的这个这间公司慢慢转型做变成票白就对啦袂有法律上的责任。内面我这个小说内面讲了一句话啦，为什么伊为什么会惊吓？你知啦？就是有一天伊看因老爸含县长含议员伫遐应酬的时阵，因老爸甲县长当面应一句话啦，长诶，若准你应准，我这间小小的企业社连棺材嘛会当卖，其实伊原本伊这间企业社只是拢做一寡小型的工程啦。文教用品安尼尔，但是为什么伊竟然伫这个酒啉落去了后摇摆然后当众人的面底甲长诶呛声讲长诶这伊这个长诶当然就是县长若准你应准我这间企业社连棺材嘛会当买我诶营业项目是无限诶啦，无限诶所以呢我才甲这个题目叫做股份无限公司营业嘛无限诶公司所以透过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其实我有探讨一寡，当然迄是我个人的所想的，讲要去探讨一寡，讲咱台湾咱台湾早期不管是这个咱讲的原住民的还是平埔族的，即个咱所谓较弱势的族群伊伫这个想要伫主流社会得到肯定的过程当中，还是迄得到利益的过程当中伊可能爱牺牲某一寡物件。可能是咱所谓的尊严啦，还是讲这个暗藏咱家己的身份啦，等等，然后去得到主流社会肯定，伊可能有想要做这件代志，当然在这个国民党还是这个依早这个实民政权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伊就是恁遮的人只要和我的这个共同的结果做伙安尼。我就会放一寡利益互你，恁为这个利益当中呢，就愈饲愈大，愈饲愈调咧。迄个亲像咱咧食毒共款你互伊迄个利益吸掉咧安尼你久来了后，你就惯死
伫迄个环境当中生活，你嘛袂感觉无自然，你嘛袂感觉讲啊你无你家己的名称有啥物无自然，你就感觉你伫迄个生活当中你得到真好的利益嘛，啊你的日子嘛真好过嘛，吼啊你无形当中你就是啊慢慢啊变成啊亲像咧食毒共款，你就失去你家己的主体意识，你嘛袂记你讲啊我到底是啥物人啊，啊甚至你当初为虾米要要稳重要暗藏你的身份。啊！你当初你是受汉人欺压的迄个过程，迄个感受嘛拢无去啊。其实，像因老爸就已经啦，真惯势伫迄个正常的结构当中去得到利益啊。所以我当初股份有限公司是用这个角度伫描写一寡当初的问题。当然最后呢，我最后一步的安排是讲我其实内面喊你写因老母的角度啦，但是呢，因老爸出代志的时阵。迄天因老母啊，敲电话，甲伊讲啊，即个恁爸爸有人来甲调去啊，对无你爱较因处理者。所以我最后一句话就讲头尾不离不弃的恬静的家后，就是因老母啦，就是这个主角人物的因老母最后才出现。其实就是要描写讲不管你偌尼车呀，不管你偌尼摇摆终其尾你嘛你我哩晓摆你的太太嘛是无离开你你出代志的时阵头一个敲电话互恁囝叫恁囝赶紧来甲你援救的人嘛是你的太太这是股份有限公司内面的一寡人物的形象过来第三个就是万人柑仔店就是我第二本册内面这个万人柑仔店这个人物这个万人柑仔店伊其实就是我细汉的时阵所看到的一个柑仔店的形象。阮细汉的时阵迄阵拄好是这个黄俊雄的布袋戏当咧试行的时阵。所以阮拢有机会去整理一间唯一的柑仔店。嘛是规庄头唯一有彩色电视通看的柑仔店。去看黄俊雄的布袋戏。所以迄个过程当中我看到这个柑仔店内面有真侪人伫围伫遐看柑仔。看布袋戏，顺煞若准讲拄好身躯边有粒1.5元，会当去买一寡脆食物仔来食，大家围伫遐看布袋戏迄个情景，我为这幕的形象开始去探讨讲，台湾过去40年经济发展的这个分野，为这个伊的后生佮接手这个柑仔店了后，伊感觉已经无法度对着人的这个即马。这个便利商店这个7-11还是全家啦还是莱尔富啦，这个便利商店的这个经营所以伊决定要加入咱这个加盟的这个便利商店。因老爸的好朋友来甲伊主动讲你这柑仔店开甲好好，为什么你要换做这个便利商店，对无迄个冲突就讲在地观点讲这即马便利商店拢开24小时的，成本加遐悬，物件加卖遐贵，敢有人要来买啦？但是呢，就这个因这个后生因老爸老母拢过身去了后，伊开始开这个柑仔店了后，伊发现讲过去迄40年因老爸老母所经营的柑仔店，迄个角度，含伊即马这个现代社会其实是袂合的所以这内面嘛去探讨讲两代之间经营事业无共款的观点，佫有这个因老母这个内面嘛是咧讲一个恬静的家后对柑仔店的这个帮衬啦，为什么呢？因为因老爸当年会开柑仔店，其实是因为伊伫32岁时阵，刚去带着小姨妈咪，带着小姨妈咪了后，伊行动不便嘛，虽然人无安怎但伊行动不便。伊就无法度去做田所以就甲因厝内的田呢卖一部分掉，然后摕庄来开一间柑仔店，这是万宁柑仔店的起点。为什么叫万宁呢？因为因老爸就叫蔡万林，林是甘天降甘霖的霖啦，但是呢，尾因这个柑仔店经营的事业愈经营愈济，也有借钱互人伫生利息的，嘛有咧开缴经咧整缴的，嘛有互人赊欠的，所以呢，
所以愈做愈快，所以到尾互号做万林柑仔店，是吧？为迄个万林啊，天降甘霖的霖，怎变万林的林啊？安尼啊，所以尾因的柑仔店，因为因老爸过往去因老母年岁嘛渐渐大，伊一步一步要甲这个柑仔店交互因这个后生经营的时，因后生带一个新妇入来，大家甲新妇之间的角色的冲突甲对立，我嘛有伫这个因为这就是讲因为四大人经营，伊拢是七早八早就开店做生意啊。为什么？因为因这间柑仔店是开伫庙的附近，所以伊庙本身无咧卖金纸，所以你若要去庙里拜拜，就爱来柑仔店遮卖金纸，买金纸，还是买一寡果子，买一寡糖仔饼去庙里拜拜。所以其实这个柑仔店是靠这间庙咧生存的，当然庙的当机甲倒头嘛，规工到暗但不时迄当机甲倒头拢是走来走伫个柑仔店的后壁伫遐跋筊的，伊嘛有即种互相利益的即个关系，当然即内面我嘛安排几个甘草人物伫小说当中来发生作用，比如讲像即个因老爸即个好朋友金城是因即间柑仔店的影响的人物伊会逐不时出一寡意见，互因老爸，包括伊尾家己开便利商店，所以有这个甘草人物的这个作用。这内面我嘛描写这个警察食钱的样貌，为什么呢？我细汉的时阵就捌看过这个警察伫收保护费的，伫收保护费的这个样貌啦，讲起来迄是心足痛的。我细汉的时阵，阮兜伫这个台北的石牌开迄个卖臭豆腐，卖臭豆腐。伫卖臭豆腐的过程当中，迄阵阮足细汉的时阵就认捌到社会现实啦。阮兜伫台北开臭豆腐臭豆腐摊或面店摆摊做生意但是呢，阮一个月每一个月拢有固定的规费爱交，一条是这叫社区自治委员会社区自治委员会啦，迄交一条钱，迄听讲就是这个乌道的维修的费用，迄个费用，还有一张还有一个是叫做警察自由会的迄个奉献，警察自由会奉献爱捐钱的，迄嘛是一定爱交的毋是讲你自愿的迄是无交明一个所以呢，迄两条拢是咱大家讲成像拢是保护费，迄种保护费一个是这个乌道的，一个是白道的，迄种有固定的钱爱交，当然当初收钱的人安怎甲咱讲的，咱毋知啦，但是上无我的印象当中是安尼啦，所以我伫国小6年迄年我开始要升高中的时候，阮老爸讲恁遮阿兄逐个拢国小毕业了后，就开始拢爱斗顾打，所以我开始国中开始爱斗顾打的时候，有一天国中1年的时阵顾打，隔壁打迄卖豆花的迄个姊妹我拢叫阿姐，因为可能毋知是安怎讲了无对当，伊应该爱交这个警察自由会迄个费用无交，所以呢这个管区的就来要讨要爱，伊无交，毋知伊安怎讲话可能得失到迄个管区的当场就管区来扇嘴皮，当头袂记咯，这是我国小升国中1年迄年的晓热亲目睭看到的一幕，到即马印象佫共阮真深40年过去共阮印象真深，所以我意思讲在我过去的迄个经验当中警察摕钱迄是变成常态啦，警察摕钱迄是变成常态，所以是当然以即摆来看是咱即摆法治的社会来讲看是足无正常的，但是呢，伫古早伫以早迄个年代竟然是变成足正常的一件代志，所以我伫即内底嘛挑工去描写一幕讲这个警察伊要安收钱迄个样貌，就讲伊挑工伫庙前甲乌多摆停好势，陆送咧豆仔行，要互证人知影，因为伊知影嘛，即间柑仔店伊庙伊柑仔店的迄个后壁有咧整饺，就迄个庙里的迄个当机啦、倒头啦，拢有咧跋筊，拢伫迄
迄个干妈店后壁咧整饺，所以伊啊到位呢，道人会通风报信，会甲干妈店的头家讲即个地无爱来啊，阮遐拢讲叫地无爱，嘛有人即较早后讲了好歹尔叫贼头，你称呼迄个警察，所以呢，嘛甲即幕描写入去即个万宁干妈店内底，所以万宁干妈店就讲其实我当初的想法是想要去表现讲台湾过去这40年来庄卡的干妈店伊慢慢生意真好，慢慢经过这个光辉的岁月啦，毋过呢透过这个便利商店愈来愈佳啊，愈来愈生意愈来愈好了后其实庄卡的干妈店伊渐渐啦挡袂牢这个时代的竞争，到尾伊怎变成爱转型。所以我就甲即个部分就写伫即个万宁干妈店即个部分内底就讲安排一寡人物去表现出来过来，一篇就是即个绿光金锁绿光金锁的人物的形象即个绿光金锁即个故事我可能会先讲到遮就好啊我先讲即个绿光金锁的即个背景啦，就讲伫只差不多是2017啊2018的时阵咱台湾有出过一个事件。就是伫迄个桃园杨梅有一间诊所发生啥物事件呢？就是讲有一寡患者去即间诊所注射过了后，拢去感染到即个死刑的肝炎死刑的肝炎尾因为拢共一间诊所的患者产生嘛，尾调查落了后，才知影讲原来是迄间诊所迄个老医生迄已经89岁的老医生伊拢甲迄个患者注射拢无换射针，拢无换射针，等于是重复使用针头啦，当然就是死刑的肝炎嘛，探讨了才知影讲，这个医生89岁搁咧看诊，是啥物情形呢？然后要去调查讲伊的迄个伊是啥物医学院毕业的，还是讲伊的医生的证书到底是啥物情形发现讲这是一个足罕过的代志。原来台湾伫这个19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迄左右台湾捌发生过一个代志，就是讲因为为中国大陆战败来的国民党的这个军队内面有真侪迄个学生兵因为迄阵伫军队当中因有一寡卫生兵的需求无医官嘛，医官无够所以有迄卫生兵的需求真大怎甲找一寡有迄个小可捌字的就去个陆军病院受训。受训了后，就互因做卫生兵，还是卫生士官，来代替一寡这个医官爱做的工作，因为无遐侪医官嘛，但是问题是，遮其实因拢是卫生兵还是卫生士官尔，但是一直到因退伍的时阵，这人讲这老黑要退休但是问题40外岁、50岁要退伍问题是你也无啥物专长要安怎尾伫蒋经国的时代度办几遍的这个这个叫卫生技术人员的检定考试，卫生技术人员的检定考试，或者卫生士官还是卫生兵去考过了后，足趣味的3年条款，就你考过了后3年，自动就会当变成做诊所的开业医师，诊所的开业医师，所以这个。桃园杨梅这个诊所的医生就是安尼来的，我就用这个实际上的故事，开始去发展这个故事。为什么？因为阮有一个朋友，因老爸嘛是这个身份，伊其实就是卫生兵还是卫生士官退伍的，但是尾就是去考这个行政院退除役官兵什么卫生技术人员转任条例，就考到这个卫生士官卫生技术人员，考过3年了后。就自动会当变成这个咱偏远地区的这个诊所的开业医师，这个考试一直到1970年前后，佫有咧考最后一摆因为有真侪人拢佫要求这个政府爱开放嘛，所以我有去查相关的资料，因为有这实际上的例拄好佫发生这个事件了后，我就开始去写这个绿光诊所为什么呢？因为对这个诊所的老医师造成的这个医疗纠纷然后去探讨这个
退伍的卫生兵去转任这个诊所的医师的汉古台。这内面嘛描写着一寡外省的老兵伫台湾的要安怎融入这个主流社会一寡处境。在这内面我嘛阁安排一寡甘草人物甲诊所的老医师互动的一寡就讲这个这嘛含咱的语言有关系啦。这外省的人足趣味的伊平常时拢含你讲华语但是伊也要甲你出工来调的时拢用台语甲你调，佫调得足好诶。你也甲质疑讲，你为什么用台湾话甲我调？伊讲你甲听有啊？你甲听有？所以我有一遍拄到一个外省的，我嘛咧甲讲我用华语甲你调，伊用台语甲我调嘛，我用华语甲你调，伊讲你为什么用国语骂我？我说这样你才听得懂，伊讲这样很怪，我讲对啊，你感觉这样很怪，我嘛感觉你这样很怪，就讲用对方的母语去调伊，迄是一个真大的冲突感啦。但是呢，这其实会用互伊去证实讲其实这是毋对的，这是毋对的但是我伫这内面嘛安排一寡这种段落，就是讲语言这件代志其实是足趣味的我熟悉足侪这外省的老兵因真正就是呢，平常时伊拢讲华语，讲迄足重的乡音的这个华语，但是呢，伊真正要调你台湾人的时阵伊拢用台语来调，这嘛是一种这个偏向就看紧你。甚至对你有一种敌意还是态度这是我发现的一个现象啦当然这内面嘛安排一个种伊这个主角的人物就是刘公诊所这个医生对因的后生查囝重男轻女的一寡观念的探讨安尼啦所以讲到这我要讲的就是讲为什么我的小说的人物有这个原型就大概应该是有一寡比如讲。像我捌写过一寡这个作品就讲诊所内面的老医师啦，也是校长室的一旅会的外省校长，也是喘气这篇内面出借这个福利证互人这个外省的老兵，也是讲嘉좌县这内面有一个毋敢为因查某囝出头的软正的老爸，也是嘉좌县内面一个吞达青春少女的这个高阶的军官。也是杨桃将军内面摒说要升官的高阶军官内面为什么阿阵会写遐侪外省的老兵的形象我尾仔去探讨我家己生活的经验伫我以前伫这个庄卡读册的时阵阮的老师足侪就是外省的迄个形象伫我的头壳当中一直有一寡形象伫遐出现一直到我去石牌读国小的时阵。我的国小的5年、6年的老师嘛是外省的老兵转任的，就是学生兵啦。迄阵台湾真侪老乌仔做老师，其实因并毋是师专，嘛毋是师范毕业的，因其实可能就是初中读1年、读2年不等，然后对国民党的军队来台湾了后，尾仔退伍了后无头路面蒋经国就甲因讲我说一个园林实中园林实验高中师范科读1年，出来就用做老师。所以尾仔我去调查台湾这种园林实中师范科毕业的老师足侪个因拢读1年就用做老师所以我的生活当中就讲伫庄卡伫国小的时阵，包括我去台北读国小的时阵我拄到的老师有几个拢是这种身份的。并毋是正办的这个师专毕业的，当然，咱毋是要批评讲伊就一定是无好的老师，但是呢，伫迄个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受真侪这种老师的迄种形象的影响，所以对因的形象有真侪观察啦，也是讲嘛会当去理解讲为什么因的思维是这种思维，所以我嘛想要甲因要写入去我的故事内底，安尼，这主要的原因是伫遮当然第二个部分就是教育界的各种的怪现象啦，比如讲股份有限公司内面的校长啦、主任啦，还是校长室的一旅会内面的国任的校长，还是校长室的一旅会内面讲到的家长会势力对学校行政的影响，这内面甚至讲到啥，家长会长会当决定讲会当影响讲你要聘请的工友，就是讲因为这个校长室的一旅会。伊的大官就是家长会长嘛，所以伊会用入去学校做工友，为什么？
啊，当然这是伊大官的裁调，伊大官就是地方的县长的条仔骹嘛，所以这是咪含教育含政治拢有关系。过来嘉义县内面校园的各种的评鉴，也是校长的遴选，嘛会讲到这教育界做一现象，当然这个含我较有关系的，也是讲清白证明内面这篇内面是讲到高中的教官，因为是高中生嘛，含高中的查某囡仔、查某学生迄种暧昧不清的关系，清白的证明内面嘛讲到校园行政甲教师会势力的斗争，所以今仔日时间较有限啦，我就针对每一篇拢去讲做有的部分，但是我意思讲我会对各种人物的这个设定啦，观察啦，当然就是有真侪我真正看会到、接触会到的一寡教育界的现象，我感觉有一寡较含糊的，甚至是有一寡不公不义的，我拢想要透过我的故事内面去探讨这个问题。过来第三部分就是宗庙文化的各种现象，光明顶，各位若阵有机会，你去看光明顶这篇，光明顶这篇，其实，伊就是咧讲，阮台中地区有一间足有名的妈祖庙，伊的这个董事长、副董事长，因表面上虽然是做马字的啦，但是事实上因进前以前捌发生过真侪代志啦，所以呢，喺光明顶内面其实就是讲，宗庙的文化内面，一寡乌鲁木齐的，甲一寡即个公款，私吞入去家己的，家己的即个落地内面遮个现象，比如讲私吞公款控制庙产，主角的人物甲乌道，高政治的高甜，万宁柑仔店会讲到当机甲倒头，过来软桥骹呢，是咧讲这个妈祖的信仰的这世俗化的作用，庙公是空市是咧讲，宗庙的主事者参与政治的这个状况，庙公是空市加这个光明顶是要讲宗庙的大量的金流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所以你就知影讲为什么以前的执政党一直想要控制宗庙，因为宗庙真正是一个真大的这个金流的所在，第二呢，伊是一个信仰的中心嘛，嘛会影响到真侪在地的人对政治的态度，所以我透过这个部分去描写这个部分啦，所以当然我的小说的人物的生活经验当然就是安尼啦，细汉的时阵伫庄骹的囡仔时阵。阮老爸往来一寡外省的老乌的朋友，规家伙搬去台北了后，拍拼的时阵，我住伫石牌嘛，石牌伊遐有迄个有两个真重要的单位，一个是人民总医，荣总，以前早期荣总的医生拢是外省的，所以阮同学足侪拢是外省的囡仔。第二，保医总队，以前。石牌有一个保安警察第一总队，保一总队伫石牌那早期的外省迄个警察的高官高阶、中高阶的军官嘛是拢是军营专业的较济。你看以前的警政署长是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对吧？同款意思。所以我的同学朋友内面有足侪这种外省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过来伫市场摆摊做生意的。人生的体会，所以我已经看到足侪迄个人生的迄个样貌啦，佫有这庄骹的外省的老医师的形象，这嘛是阮伫细汉的时阵伫庄骹看到迄个开业的诊所的医师伊真正就是我讲的迄种牌，伊无医学院毕业的，伊纯粹就是外省的这个，人毋讲外省，就讲伊的退伍老兵，去考这个卫生技术人员的这个证照。去做开业的诊所医师，这种的，佫有教育界的研习的这个观察啦，佫有一寡社交生活，比如讲我去参加这个游泳池的这个俱乐部，会熟悉各种无共行业的人会当对无共款的行业内面去观察到因的一寡美感，嘛会当听到因所讲的一寡生态，当然。嘛会当去阅读一寡社会新闻的所在啦，大概
我的人物的来源吼，通常拢是为遮来的啦，这最后就是我人生就是呢吼，我人生就是我最爱运动的，所以这是我第100场的马拉松吼，我有完成100场的马拉松，所以因为去运动，所以为什么我最爱马拉松呢？因为马拉松吼，走到足痛苦的时阵吼，你的人生你就开始去想一寡有诶无诶，人身躯双脚咧走。头壳就咧叮当，所以我感觉我做爱运动就是我做爱运动拢是做高度的运动啦像马拉松，搁游水，我落水就是1清2清咧游，所以游水嘛是个人的运动，马拉松其实我拢做喊你和人做伙走的，我拢家己走，因为做伙走就会讲话，其实我无想要人讲话，其实我咧走马拉松的时候，我拢家己走，除非有人来和我讲话啦，无我原则上我是袂去找人讲话，因为第一。人走紧，咱对袂着；人走慢，我无法度想慢。但是我著家己走家己的，所以呢，透过走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我互家己思考，互家己去想一寡问题，比方是想到一寡题材袂好消化的，我拢透过马拉松的这个时间来消化这个材料，来消化这个物件，慢慢来去做铺排，所以虽然我是一个老师啦生活经验真有限，毋过透过多种的角度，也是讲对咱人生的这个无共款的生活经验的一寡这个回想也是去观察去安排这个人物当然因为今仔日无互大家看到这个这个作品内面的一段一段啦但是因为若准放伫网络顶悬，也是讲放伫这个画面顶悬去看这个文字可能嘛无法度看啊真有路，所以我就变成用我纯粹是我个人的角度。去描写我故事内面的一寡人物做一下简单的小解当然我都讲真详细对遮伫遮大家回信的啦真歹势但是望就是讲互大家了解讲每一个人拢有真做作家的能力我相信有真侪人伊的生活经验一定比我较丰富但是呢，咱若讲用一寡观察的角度，还是讲用体会角度去看无共款的人生你就会当去得到更较丰富、更较无共款的这个体会啦所以我是用这个观点来和大家分享多谢嘛直接要甲美丽说多谢这人都无讲无爽快搁遮尔坚持搁甲我头前搁讲遮长这个内容真感谢嘛感谢贵兰姊甲咱线顶所有的好朋友引来阿俊阿里阿渣讲一大团多谢努力。好，多谢两位老师因的小说真正足丰富的因为我若要请一个演讲者来演讲时，因的作品我一定爱看过，我才有法度通好讲我要主持，我敢若讲我较有迄个信心。我一直咧回想讲，迄个陈瑞老师伊有在讲，一个年代的人出现，因要表达的迄个时代无共款。像咱咧看陈瑞生的伊的作品，就有迄个时代的物件。即摆去看阿俊老师甲美丽老师因就写出即个时代的即个情景。所以我是足推荐讲逐个会当来看因的册，因的小说实在是真赞的一个迄落，因为迄是无共时代的物件，所以袂当讲做一个当然要安怎做一个关键，比如迄有当时无法度通，因为每一个作家伊有每一个作家伊要表达的物件拄则即两位拢。互咱鼓励咱的台文的小说会当愈来愈兴像两位嘛有讲你只要若毕业起来，拢就是会用个成做一个好的作家我希望讲咱伫遮咧推销即个运动，就是会当鼓励大家拢特别起来写，无论你要写诗、写散文，还是安怎，咱拢透过看过因的小说咱嘛会当练习咱家己要安怎写咱即马开始会当开放互观众来 Q&A 所以大家。是毋是要 Q&A 进前会当先请陈瑞老师来甲咱回应一下嘿。我先来起一个头好啦
啊，像今仔日上届宝贵的，就是讲吼，阿俊啊，甲美丽吼，这两位，这个较少年辈遮的文学吼，实在是咱真正的台湾人、台湾代志的这个文学吼，这就是这款文学上界宝贵的所在啦吼。啊，这是一个结论啦吼。啊，过来我来分析几点啦吼。这个第一吼，这个要安怎写文学吼啊，小说啦、散文啦、啥货种种吼。啊，若是讲要写散文吼啊，这是较对这个这个美丽的女士的题目吼，要写小说吼，我想较容易的起点是按这个散文写起啦，吼，因为散文毋免安尼计较讲伊的情节安怎吼，啊写散文若写了水气，自然你会对写做小说去，比如讲。美丽拄则有讲到即个林海音吼，即个台湾作者吼，伊散文我看我所有看过的散文内面写了上界水气吼，虽然伊是拢用华文写吼，啊伊自然到尾仔就写做小说去，就讲沙南故事吼，即个啊以后有拍做电影吼，伊就自然的变做一篇小说去吼，这是第一。啊，第二吼啊，咱若有心要写的人吼，爱吸收别人的滋养啦吼。这就是讲吼，你着爱会晓欣赏这篇小说、这篇散文，啊了后你自然就会知影讲要安怎写吼啊，这是为欣赏大入去写作这个步啦吼。所以你会使经你介意的作品来看，因为你介意的，就是讲你有欣赏你学会到的物件，吼。啊，第三点吼，第三点就是拄则美丽有讲到讲，即个情节吼，一篇小说有大概啊分起来有5个情节，吼。这我感觉足有路用，用即个概念来设计即个小说要安怎写，即个足有路用。吼，啊，你即个小说你若写了真熟手了吼，即5个阶段，即5个节吼，你会使编来编去来写，吼啊按结局写起，写做第一节，啊开始写做上尾节，拢有即个可能性，吼啊，而且你若写了熟手，你有当时毋免5节，吼3节就会写起来，吼即款的。所以这个概念吼，情节这个概念，我感觉是真有路用的概念吼。啊，第四吼，我感觉是一个可能上界要紧的，这个概念就是讲吼，咱写作的人吼，千万毋通为评论者的角度来写，吼，咱毋通考虑讲。我这篇写出去了后，评论者会安怎来评论？用安尼做咱家己的，做你要写的这个规限就对了吼。你爱按你家己的角度、作者的角度来写，吼啊？为什么呢？因为吼，安尼才会当保持你上界宝贵的个人。这个作风，你的特点，因为你写这了吼，你自然会建立你家己一个真特别、真宝贵的所在，别人学你袂到的所在，吼，所以毋通考虑，加减考虑会使，但是千万毋通伤过考虑这个文学评论者安怎讲，因为迄是伊的职业，吼。伊讲的角度甲你的完全无相吼，比如讲啦吼，有人讲
你主题爱考虑讲，即个主题伫台湾文学史上有啥物价值，吼，千万毋通安尼写。比如讲，咱今仔日看到的，即个阿俊所介绍的种种无共形体的人物，伊小说内面的人物，伊咧写这人物的时阵，敢有考虑讲？这个人物伫台湾文学上有啥物价值？我想，若有也是足下意识的，无讲跳工落去景安尼啦。因为伊若跳工安落去景吼，伊景出来物件是可能就完全无相，无啥物即个特别的所在啦。吼，所以即点我感觉上界要紧啦。吼，毋通考虑即篇写出去了后，职业的评论者会安怎讲即点吼？佫过来关于即个小说人物安怎来制作即个形体啥货吼？即个阿俊今仔讲了真详细啦吼。我想吼，伊经即个题目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吼人物是会使讲小说的即个上界牵线吼。即个小说的路线安怎发展哦，拢是为即个人物来牵出来，所以即个人物要安怎写吼，非常重要吼。人物要写人物吼，爱为足侪角度啦。当然你描写即个人安怎讲话，伊讲话的内容吼，伊生做啥物款吼，毒片啊、鸦片啊、吼货道啥货吼，种。甲伊的情节，但是即个规个故事的情节吼，其实就是咧展现即个人物是啥物款的人物，吼，所以即个人物是咧牵规个小说的即个路线，是伊咧牵的，所以吼，今仔日即个阿俊的题目，即个小说人物的原型吼。我想原因之一就是讲，因为伊要甲咱讲，即个人物就是咧牵即个小说的即个线，吼好啦，安尼我起一个头吼，多谢。咱刷落去要请陈连公嘛，甲咱连公遐甲咱回应一下，咱则来迄落 Q&A 嘿。歹势，我其实是毋是讲文学人啦吼，毋过我较用一个较文化的即个观点吼，也是讲用一个文学的即个消费者的观点吼，来讲我对今仔日对即个美丽姐含即个阿俊兄吼，因两位来我讲我一寡个人的感想啦吼。我会记得我捌听过即个人讲过吼，讲即个文学吼，会使讲用安尼来论啦吼，就是讲有作者吼，来爱到有即个平台，就是出版商，个读者吼，即三样来咧循环啦吼。介好是讲会当个影响到读者读了，对即个文学有产生一寡感动吼。检采伊想讲好，安尼我嘛要来写，检采讲我嘛要照安尼即个对遮个故事所得到遮个启示，我安尼来做，是讲去创作其他艺术吼。安尼用安尼来甲看即个文学吼，我会感觉讲安尼即种个循环吼，会愈教愈大安尼啦吼。我先来讲，我今仔日所按即两位得到的吼，我会感觉讲哇，我今仔日实在是学到真济啦吼。尤其是美丽老师吼，伊讲遐会做一个妈妈吼，伊做一个照顾者吼，按即个做一个家庭主妇，做一个台语老师的即种的遮物件吼，伊会使讲伊咧讲的遐经历。若毋是讲透过文学，我永远无机会去了解着，吼，所以我感觉这是即个透过即个文学的即个宝贵的所在吼，伊写的拢是较实在的物件，所以是有一寡真实面吼，会当互读者
安尼来去来去回应，来去了解啦吼。啊，即个我来讲这阿准兄吼，我感觉讲哦，我毋知你的年纪，咱两个是毋是有共下呢吼？啊，毋过我的兄哥有读师范吼，啊，我的一个大姊嘛读师范吼。啊，我兄哥伊佫较有机会，伊佫去继续去研究，佫去读较济吼。啊，所以伊对师范系统的观察是讲，伊甚至伊佫做到即个国委会的主任的时阵，伊讲其实上反对、上反动的力量是来自师范的系统。吼，伊讲，因为迄当初就是讲。较善车的家庭，虽然是拢足巧的人，啊，因为去读师范，就拢足侪补助，毋但无学费，搁钱互你，吼，啊，所以就是讲，离即个国民党遮吼，用遮来吸收足侪优秀的台湾人去，啊，因为遮个台湾人会吸收到遮个好处，所以会足迄个足挺国民党安尼就对了吼。所以我的印象内面是。像讲教育部内面，吼，还有师范系统内面，算讲是台湾上反动的，介即意识形态内面，吼，咱毋是咧讲个人啦，吼，是讲整体内面，应该是算较反动的一种的势力。啊，毋过我今仔日听即个阿准老师吼，伊咧讲的遐，哦，用你即个分析实在是拢足人啊着点啦，吼。啊，而且你讲的故事，感觉讲。伫即个土地上咧活的，伫即个土地咧，就是讲伫即个包括即个制度内面，即个文化内面咧活的遮个人物吼，安那来咧活伫即块土地含即个制度的内面吼。啊，因为我出国已经40外冬啊，啊，所以变做讲是实在是会感觉讲拄则你咧讲的遐人物的设定吼，遐个，譬如讲一个田桥啊吼，还是讲一个平埔族的即个人吼，啊伊为着要安尼向顶头爬吼，啊着足骨力去学即个殖民者的语言文化遮吼，啊这实在是拢变做讲，毋是讲足接近迄个社会、迄个土地、迄个物件，足好去观察着吼。啊，当然你对遮对外省的老师吼，遐个描写，我嘛是含你，因为我嘛有经过迄个时代，所以我会感觉讲，照人来讲，哇，原来就是安尼吼。啊，所以我想我讲到遮就好，我讲开始用即个文化的角度来来回应。啊，最后感谢即个贵兰吼，你遮骨力去邀请遮个迄个台湾战线遮个朋友来遮吼，来遮和咱即个论坛的朋友做伙交流。我相信，我希望讲即个以后有较侪即种的机会安尼。多谢。好，啊，咱即马吼要开放互观众朋友，迄落来 Q&A 啊，你会当举手吼，下骹有一个手吼。啊，我看迄个切润遐有一个，嘿。切恁有一个比安卡，你老话，啊，毋过迄变成迄落火星文看无呢？毋知要甲你美丽老师讲啥哈？敢会当请你？我看有咧，伊讲，安尼哦。伊讲，要甲美丽老师请教吼，八卦红之心这篇小说结尾的写作手法，这是第一个问题。啊，伊阁有问其他的问题，阁问讲。当初是虾米款的灵感，互你要用宋念甲水产做结尾？啊，另外你期待读者对你设计的结尾，安怎解读迄个八卦心之心的剧情铺排？又问即几个问题。毋知讲是美丽老师会当回答。哦好，迄个一个问较侪问题，我有脑雾吼，迄个
我先从即个你讲上尾迄个结尾的写作的手法咯，因为吼，即口罩的人真正有即口罩的人啦吼，啊，着大家放重来啦，啊，伊着大囝食毒啦，啊，细囝变食物人，嘛是因为啉酒的关系，因兜无一个好人就对啊啦，啊，所以吼，即个咱当然咱咧设计的时阵，袂使讲因拢总歹人啦吼，啊，所以因迄个大嫂啦吼，总讲食毒的迄个大汉囝吼，的某，伊是一个真传统的女性。啊，遮个故事其实吼，因兜的代志拢伊甲我讲的。啊，咱是感觉讲吼，其实介可惜啦，因为即个女主角吼，女主角淑美，伊其实是一个足上进的人，啊，毋过吼较娇性，啊，为着要做正式的老师，伊嘛是足拍拼的吼，啊，通敢若伊遇着即个躁郁症，啊，无法度去控制伊个，咱讲没有病视感啦吼，迄是足无奈，啊，加在因兜阁有一个清流，就是迄个大嫂。迄个大嫂敢若读到高中毕业安尼，足水诶吼，水敢若明星诶。啊，毋过伊无法度去改变因大家吼，迄种放荡来诶贪性爱钱嘛。啊，伊嘛无法度去改变因翁婿食毒诶迄种依赖。啊，小姐更加伊无法度迄落，所以伊只好对迄个佛教吼，咱拢会去共修啦吼，共修啊。当然啦，这是我个人的迄落啦。我感觉讲，若是我是迄个大嫂安尼啦吼，一家口仔安尼乱七八糟安尼，事实上，迄个伫小说内底，我已经有甲美化了。因兜即马咱讲好家家就对啊，吵家拉体啦吼，迄个足悲哀就对啊。所以伫我诶感觉是讲，迄个放荡内，就是失得钱吼，失得了啦。啊，所以我会结尾吼，设计即个伊念水惨，水惨吼，伊这顶坡甲中坡甲下坡，总共3坡。这若是念起来吼，爱一工搭搭。啊，水惨吼，就是讲咱用水清洗过，就是清气啊。啊，在这个佛教佛经的迄落，当然啦吼，我无介深入啦，毋过在咱家己的迄落想法，就是讲伊有法度洗清咱的以前所做的无明的一寡过失啦，吼，还是讲无细致去打死迄个狗遐兽啊，吼，造成足侪性命迄个吼，即种水惨，毋管大罪还是小罪，拢会使用即种水惨来做一个，咱讲啊告诫啦，吼，还是迄个这长安尼啦，吼。啊，你第三个问题是啥？你期待读者读你设计的结尾了后，安怎解读八卦红之心的剧情铺排？这是第二个问题。这是第三个问题啊。这第三个问题哦。嘿，因为水产我已经有讲过啊。即个我是感觉讲吼，咱的文章其实毋是讲一定要有啥物教化是迄落啦。主要咱想要写即个社会现象，真正有即安尼的现象啊。迄个因为个人的，人讲个人作业啊，个人担嘛吼。咱只是将即个现象写出来，要安怎解决，也是讲。阮迄个朋友，伊要安怎去解决因迄家口仔安尼迄种困境吼？我是感觉讲，咱拢无权利去迄落啦，因为咱写是写，啊，因做是做吼，因若是无对即个迄种因果吼，因果迄种想法去改变吼，咱其实要安怎去甲伊解脱，对无？
这是我家己的想法啦。咱感谢迄个陈良光老师，甲即个陈瑞老师。其实吼，陈瑞老师，我是你足忠实的迄个 fans 呢。我买你足济册，我要考迄个研究所的时阵，吼，看无呆落，拢搁查呢。迄个足认真的，所以我有一篇迄个伫八卦红之心内底，即本册内底有一篇那片仔剧，那片仔剧就是有参考着你迄个咱的关庙腔吼，迄个出归时，即个概念，规定阿嬷，写得足趣味的，哦，迄个那片啊，迄有无个，嘿，迄个那片剧原来是真正是，就拄啊，迄个陈瑞生咧讲的，伊真正是那片哦，所以迄个角色真出现哦。啊，我要讲的迄个文俊老师伊的角色，逐个原来拢足出现，伊逐篇拢哦足迄个。我建议大家拢会当去买遮个册啦，嘿。啊，八卦红之心吼已经绝版啦吼，啊，最近有听介侪人想要搁读啦吼，啊，因为透过安尼的介绍吼，啊，若是美丽老师伊家己讲伊身体都无好啦，嘛毋敢出版，啊，迄落嘛毋敢搁出版啦，啊，出版搁惊卖出去啦，这嘛拢烦恼了了吼，啊，因为台文的世界就安尼啦吼，啊，若准做讲。会当搁有即个机会，搁互逐个，因为八卦红之心毋是干若一篇尔，伊逐篇拢足精彩的嘿。亲像迄个文俊迄个伊的逐篇拢足精彩，哦，我看了拢足想要搁再看，因即两个实在是，若即辈的人来讲，因真正拢写甲足好，而且因的台语拢足流利，拢袂互你感觉客客，因拢无有啥物带有啥物华语词吼，因两个是足认真的。台语老师因开课较足认真的吼，啊用的语词吼也袂互你感觉讲，迄字吼是造字造甲拢互你看摇无的字安尼吼，所以我足推荐逐个吼，因这是足简单咧，互你阅读袂感觉客的小说安尼，啊因为杨桃将军嘛绝版，我嘛是无机会通去看，啊若是讲有机会吼。这若要迄落吼，毋知有法度。啊，我要甲迄个两位老师讲，郑良根先生伊的兄哥是郑良伟，啊，就是对台文的贡献足大的，吼啊，所以伊即马嘛是咧遵照哥哥的即个迄落吼款式，用无共款的即个款式来推销台文，伊伫台文的贡献嘛足大的，所以即个平台是伊咧创造吼，政府无法通去做的吼，啊伊用伊个人的能力来去做吼，啊所以咱拢爱足感谢因对这台文的贡献，一生拢贡献伫即个台文吼，啊咱有像我有机会通去甲因安尼学习吼，我嘛感觉我足幸福的啦嘿。啊，毋知阁有啥物人通要来问无？无咱的时间台湾嘛，即马12:04足晚哦。嘿，既然我看无人举手吼，啊，因为台湾是12:04，所以吼，咱会使正式到遮结束。啊，你若阵私底下你阁有啥物问题，你会使阁留落来。我相信文俊老师，甲美丽老师会当阁加留一点仔时间，但是咱正式到遮结束。啊，迄个既然你甲两个老师阁说多谢啦，真正我今仔我感觉吼，我是秀满吼，我感觉我嘛学足济，尤其我足感动，听到迄个美丽老师吼，伊考去写作比赛的奖金，啊，伊安尼足欢喜。陈雷先生阁有举手，陈雷先生阁有举手呢，嘿。较前讨论时再来迄落嘛会使啦。若时间的限制，我是要问，我见咱咱正式到遮结束，啊，咱会使阁留落来。咱即个开讲的人继续开讲，对，啊，咱若要爱困的人吼，要离开的人会当先离开，啊，咱的时间到12点才算到结束，啊，若两位老师抑阁有迄个会当留淡薄啊，甲逐个阁分享，安尼是
上远理想嘿。啊若这真正足难得的机会，因为即两骹真正最好嘿，即两骹啦。我感觉甲因讲话吼，拢较无大无小，歹势。安尼咱正式到遮结束，即马请好吴医师你继续问你的问题。好好嘿，我拄则就是听讲，即个阿准兄拄则讲，即个卫生兵做摕着做医生的执照即款的代志吼。这当然是足实在啊，表现对咱台湾人安怎吞大啦吼，表现因即个国民党安怎实民者的心态啦吼。但是我迄阵吼，原来知影讲有一个，迄阵原来有一个法律，可能真侪人毋知影，就是讲除了即个卫生兵即个代志以外吼，也有一个法律，就是讲吼，你若伫台湾做密医吼，无执照做密医，啊做几冬以上，啊无出代志，啊就会使发执照，医生的执照互你，有即款的法律吼。我相信足侪人拢毋知影吼。多谢。来，咱会当看陈雷生的即本《阿春无罪》即篇吼，内底有一篇失乐园，失乐园即篇吼，这是陈雷生的伊伫军中咧做迄个医生，内底咧写的故事，伊讲这是真实的故事，伊家己亲身体验过，所以阵咧讲到迄篇的时阵，我就真正去想到即篇故事啊哈。啊，迄个阿春无罪即本吼，失乐园即篇，所以拄会当做一个结论安尼嘿。我即马有看到美玲举手，乌头话的美玲。哦，美玲来，请讲嘿。陈雷先生吼，我要甲你反映讲，你咧讲秘医的代志啦吼。当然，甲即小说可能无讲真大无关系啦吼。不过你讲，我甲你反映，因为吼，我会使甲你讲，即秘医要出题吼，无遐简单啦。因为恁大家毋知影有一个古早咱台湾人有一个叫做徐庆忠，捌做台湾的内政部长。可能你毋知啦吼，迄个时代就是徐庆忠，就是阮老爸代的前辈吼。伊真信任阮老爸啦，伊要去做迄落即个内政部长的时阵吼，伊就甲阮老爸讲，我即马吼要请你来迄个内政部吼做顾问啦吼。迄落即款顾问毋是古早迄落。中国人迄种久而不稳的，毋是啦吼，是正式的顾问。伊讲吼，我就是吼要叫你来处理即个秘医的代志，安尼啦，吼。所以阮老爸转去做迄落内政部的迄个特别顾问啦，因为阮有其他的职务啦吼。所以即中间吼，徐庆忠头一项伊要爱做，就是讲要处理即个秘医，但是阮老爸去处理，阮老爸讲。完全袂叮当啦，有法度处理就对啦，吼。所以徐庆忠讲，迄到尾真无奈啦。甲阮老爸讲，无法度推动，无法度，政府毋互伊做，无啥了解是安怎，因为迄阵就是在即个中间有发生真侪秘理医死人的代志嘛，吼。所以因迄秘理根本就无执照啦，毋是讲干那迄落，就是讲。中国走来台湾以后吼，因讲拢用讲证件拢放弃吼。有一个时阵吼，是会使讲你来登记吼，登记讲你是古早你中国读啥物大学拢无要紧，你会使来登记啦。因讲大人讲阮着走反啊，所以阮的毕业证书拢放弃了所以真侪人拢去乱登记啦吼。即款的像即款的代志吼，在台湾初期迄落。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阵，就发生即款的代志所以我讲，我是要甲你讲，有徐庆忠做内政部长的时阵，有想要做，但是做袂到。结果就是讲，国民党伊家己知影，迄拢是因的人嘛，伊就是伊无管你台湾人的性命啦，伊就是因顾因家己较要紧安尼吼。
我安尼甲你讲者。多对啦，谢。你讲了足对，即个关键就是讲，即个统治者伊是殖民者的心态啦。哦，伊根本无咧管理台湾人性命安怎，伊是要照顾遐个外省来的嘛，吼。你甲看伊即个法律就已经足矛盾啦，吼。你第一密医，你要哪证明讲你是密医，吼？密医就是秘密的啊！你要哪证明讲你是密医？你做几冬，要哪证明你做几冬？要哪证明讲你这几冬拢无代志？这根本无可能的代志嘛！吼，所以要去也毋是，要好也毋是啦，即款代志吼，敢若台湾有即款的代志啊！迄个阿准遐伊写的迄个公庙文化吼，这确实有影现主是咱台湾拢抑搁咧进行中的代志，所以我感觉透过伊迄个小说吼，咱会当足侪思考吼。所以讲遐搁举手，过来，迄个我迄个国中的时阵吼，阮楼骹就是有一间迄个专门咧共挂包皮的啦吼，啥物咧皮肤病啦，啥有诶无诶吼，所以阮同学拢来甲我笑吼，所以足歹势，所以我有即种诶经验啦。原来迄个就是咧啥物啊？迄个是退伍兵啊，伊较早可能就是卫生兵啊，伊阁无偌老呢，我会记伊退伍诶时候，伊可能是四五十岁人啊，所以即种诶制度吼，应该是到你讲迄个1970年代吼，抑阁有，我想迄是真正有即种代志啊吼。而且高中诶我印象足深，就是讲我高中诶时阵吼，有迄日本时代上过足好诶教育诶吼，因为因都换语言吼，较早受日本教育，所以变做即摆爱用讲国语啊。所以伊刚来当去教劳作啊，吼，遐校长啦，啥物物件拢规个是拢外省人吼，所以你甲有讲即个有一寡人咧分析讲即个即个台湾国省籍的即个经济收入吼，平均收入吼，我想这是拢含政策有绝对的关系，就是讲咱台湾人的迄个平均收入是比外省人减20%以上吼。这就是无公义的所在。毋过我即摆要去转来即个文学欣赏即部分啦吼。我是要请教讲即个阿准老师吼，你咧写这年代吼，敢会当小可说明一下吼？譬如讲你写这个有关这个一个病补的即个朋友吼，搁即个田桥啊吼，搁即个万宁即个万宁柑仔店吼，搁即个宫庙文化吼，这写敢是有无共款的年代无共款年代的故事。好，来，感谢梁峰兄迄个指教吼，万宁柑仔店吼，甲迄个股份有限公司吼，伊迄个描述的时间点较长。吼，因为股份有限公司是为迄个主角，吼，伊读迄个读册的时代开始，一直到延续到伊出社会做校长啊了后，吼，所以头尾吼，伊中国有去描述着讲因老爸迄个年代的故事，所以头尾讲起来差不多30-40年的年代，吼，差不多是迄个1970年代一直到延续到2010迄搭位啊，安尼。差不多有40年左右啦。这个万宁柑仔店其实嘛是安尼，因为伊是要为因老爸开柑仔店迄个时阵嘛。然后延续到讲吼，伊当然描述的重点就是讲迄个警察食钱的文化，然后因这个柑仔店营业的这个项目，这个包山包海，对无吼？过来，到尾啊，拄着即个经济竞争啦，吼，受即个即个便利商店的竞争，怎变成讲伊爱开始想要思考讲要加盟即个便利商店，对无吼？所以伊迄嘛差不多延续差不多40年的迄个时间点，所以因为
因为伊事实上伊的结构是第一篇小说，所以伊变成写较长的时间吼，伊会出现一个缺点，就是讲吼，伊的描写无度真有路，吼，伊的描写无度真有路，所以这当初其实我嘛有思考到这个问题啊，但是就亲像米粒老师你讲的讲，因为阮有当拢是逼家己伫迄个投稿的时阵吼来写作品啦，吼，所以变成讲。字数的限制，所以伊无度就写啊足有路的，吼啊！但是我可能我去食下大碗，你知吼，佮想要写一个较有即个时代性的物件，放伫我的即个主题内底，所以无形中就阮变成我写的时间点较长，但是呢，伊就无度用较有路的描写去描写一寡，比如讲吼对人物的个性啦，还是讲细节啦，吼去做较有路的个描写。啊，就较变成讲，像变讲，就亲像拄则米咧讲着吼，较扁平化，吼，较扁平化，伊无度真有立体性，吼，若准要真有立体性，可能就变成讲爱用到中篇诶结构来描写即个，吼，可能头尾有30-40年诶即个故事诶内容，可能是有即个限制，嘿，吼，以上，吼。我搁问一下哈。你拄则有讲到一个叫做迄个一个其中一个主角的老爸还是啥物，叫做蔡万林。蔡万林哈。蔡万林含迄个咱台湾以前的迄个国泰的蔡万林革命。吼，你即个国泰敢有经营迄个便利商店？无哈，所以这是无条工去写即个国泰即个。我只是要用迄个蔡万林这个名吼。互人去连接着讲，因为蔡万林是首富嘛，但是共名无共名啦，吼，伊真的是小姨妈币嘛，吼，然后高不二中来开柑仔店，吼，无伊原本伊是到30外岁，甲带着即个小姨妈币，伊毋是少年啦，吼，伊是娶某生囝了后，才去带着即个小姨妈币，安尼，吼，所以当然，互迄个名是超工含咱台湾的首富共名，迄是超工的啦。其实吼，我有一个准兄弟咧写迄个家蛇线迄篇吼，我去看即个美丽吼，伊个趁钱的手指谱吼，我感觉恁两个拢有去描写着讲受查某人去互人欺负，毋过无地讨的即个迄落，所以讲其实若总之有机会会当搁继续来探讨即个问题啦。我先来讲者吼，我家传迄篇吼，伊要描写的就是讲吼，咱即较熟悉的名词讲叫权势性侵嘛，吼，权势性侵害啦。迄就是一个真典型的权势性侵害。为什么？因为迄个女主角因老爸是一个老乌仔，吼其实伊到40-50岁，甲娶某生囝，伊其实是望讲伊生是一个查甫囡仔，毋过结果因老母伫生伊的时阵大病岁嘛，吼尾甲子宫挂掉，所以伊无度阁生，所以伊就加一个孤查某囝，安尼。当然爸母嘛是真疼惜，毋过呢，伫迄个财务拄着即个困难的情形之下，所以伊甲迄个长官借钱，因为迄阵因爸嘛是人讲人牵毋行，鬼牵溜溜行，结果去对人学对花啊，做回头，结果互倒花嘛，所以欠钱的情形之下，去甲伊的长官借钱来解决伊的财务顶悬的迄个困境的时阵，有一天伊要请迄个长官伫因兜食饭，结果两个人拢酒啉较济，就甲迄个长官留伫因兜过暝，因为因查某囝算迄阵青春期毋知影讲厝内有人客，伊穿一个迄个内衫裙，就直接出来，半暝算喙焦出来啉茶，互迄个长官看到，伊就甲吞答，所以其实因老爸尾酒有请，但是伊竟然无勇气去甲迄个长官，去甲质疑，甚至去甲伊对质，讲你为什么对阮查某囝安尼？伊完全无迄个能力嘛，无迄个概念
其实我内面其实我有写了一句话啦，就讲吼，伫迄个扭曲的迄个权力的关系当中吼，在扭曲的权力关系当中吼，其实伊是无能力去对一个吼伊的长官，啊，佫是兼伊的温情人，借钱互伊嘛，解决伊的财务困境的人吼，去指责讲吼，啊你吞大我的查某囝，吼，伊竟然无迄个能力，吼，啊伊直到伊着肺癌死去的，要过身去啊，伊才甲即个过往甲因查某囝回失咧，吼，伊变成讲伊敢若有能力甲因查某囝回失咧，但是伊嘛无能力过去对伊的长官去质疑啊，所以其实我是咧讲吼，因为伫部队爱看到长官爱立正站好，啊出部队住伫眷村看到长官嘛是立正站好，啊迄种官对家尊对卑的迄种权力的关系，久来了后，怎变成一种权力的扭曲，也是种对人性的扭曲，啊造成讲因老爸无迄个能力，无迄个勇气去质疑伊的长官，啊去保护伊的查某囝，所以致使讲伊的查某囝互人欺负了后，经过遐尼侪年，伊唯一的能力嘛，敢若会当甲因查某囝回失咧尔，伊嘛无度替因查某囝主持正义。我迄篇入面，其实我是要强调的是这件代志，啊，但是其实迄就是咱台湾眷村的文化足重要一件代志，台湾的政治无正常，其实眷村文化占一半。为什么？因为眷村互军队的特殊性，互军人的特殊性，或者因的集体意识拢同款的人，拢活伫同一个所在，啊，怎含台湾的社会无融入，无投入，啊，伊嘛袂认同这台湾的社会。这其实是一个足要紧的一件代志，但是咱台湾，即摆佫有人伫讲啊，眷村文化，当然无倒来以早的代志，但是我意思讲，这其实是足要紧的一件代志，但是较少人去探讨这个问题，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内面才会写了这部分。即摆有一个美丽恁举手啊，我要先讲者，就是讲，因为迄个美丽老师一直有甲我问讲，为什么我会想要迄个设一个题目叫做有关性侵的吼，就是我那甲这恁的小说我是有关系啦。啊，等下咱请迄个美丽老师来甲咱迄个解说伊阿探即个手指谱。啊，咱即马是毋是先请美玲玲？美玲就是头拄仔迄个潘美玲，伊住伫乌拉瓦。啊，美玲要讲进前吼，因为伫车轮吼，我有看到住伫Austin 的迄个Alice， 伊有讲文俊老师，伊讲伊细汉因全家疏开去中埔啦。啊，伊讲住伫张文静爸爷的厝边。啊，所以听你的演讲吼，伊感觉足亲切，啊，佮足感动，嘿。啊，另外迄个住伫德国的威廉吼，伊有建议讲吼，要出册，迄个头拄仔讲无好印嘛吼，伊讲会当出电子版，伊讲电子版伫海外的人嘛较容易看到，嘿。啊，咱即马佮转去请迄个美玲，你敢是佮举手？是。我要请教即个阿俊兄吼，请问吼，你的迄个光明顶是毋是伫写感情标？你若无爱回答无要紧，我是讲你讲台中吼，啊，佮讲这听起来诚成啦吼。啊，我请问你这是几年写的文章？我这其实是迄个2019的时阵就写，我这是迄阵教育部迄个文学奖有得奖，伫2019年的时阵就写，大概是安尼。啊，伫这篇伫电子档伫电子档看会到，因为伊伫教育部的迄个得奖的作品内面嘛，所以也准去教育部的语文新歌网应该找到。我即摆先找一下连结才答互大家。这篇光明顶看会到这个电子档的作品。恁稍等者。啊，请美丽老师，你要讲一个你阿探记即个故事无？这个是阿蛋啦，阿蛋吼。就是吼，迄个这其实无啥物迄个啦。你讲性侵这个部分，
因为吼，我最近联络着足侪女性的作家吼，啊，我就是因为即个吴品如吴品瑜，伊伫德国真勇敢跳出来以及即个贾继伟伊是咱驻德的迄个嘛大使啊是啥？我其实对政治介敏感啦毋过我感觉讲，即个吴品如伊敢会遮尔勇敢跳出来，伊就是讲贾继伟包庇因遐迄落啦。其实迄内容我无啥了解啦，毋过我是感觉讲，咱查某囡仔也是查某人，才会遮可怜啦拢永远是伫即个男性的欺压因为即个性侵即个话题咱讲较迄落，就是讲足侪人拢有即种被侵犯的迄个经验啦。毋过拢毋敢讲包括我家己嘛是啦有当时就是讲，敢会咱遐尼悲哀啦有诶互家己诶阿兄吞大几若10年即拢足有名诶作家呢，我袂使讲因诶名啦迄落有诶是互家己诶老爸负不负啦你看即种安尼敢无悲哀？我即伫阿达诶迄个即个手指铺内底，就是你有可能是伊细汉诶时阵诶伤痕啦好无利诶伤痕变成一种暗影伊无法度剥落所以即个阿达伊其实是伫我诶人物设定，伊是一个较可怜有忧郁症忧心症诶人啦所以反正我感觉因为阮后生伊拄着即个躁郁症互我感觉人生实在是足无奈啦因为阮兜也无即种基因结果伊嘛是安尼所以有当时我诶文章内底拢会写着即个精神病诶人，忧心症嘛是恐慌就反正咱诶身心症状足侪种诶啦咱无理解会甲因当做因诶歹性地是迄个当做是讲因歹斗阵其实毋是啦因是病人，因毋是歹人，所以咱拢个刻板化伊啦，就是讲甲迄种精神思觉失调诶人啦也是迄个当做是那个那个迄个麻烦制造者我真正脑雾得很厉害所以我今仔日实在是介歹势啦，因为我毋知影文准要讲啥伫题目诶设定真正伫这个梁光老师甲这个迄个陈瑞老师诶面头前有点那个人讲关公面前舞大刀真正介歹势毋过希望讲以后阁有机会会继续参加恁即种迄个，我感觉足无简单诶，恁安尼会使聚集遮尔济迄个爱台文佮爱文化诶人来即个时间阁毋愿迄个毋愿离开足厉害安尼毋有回答着迄个头拄仔迄个迄个姑娘诶迄个问题无？我即摆较去想着讲，你诶小说会灵感，若是阁有机会会咱杨红兄，咱毋是有一个迄个伫美国迄个林毅夫，伊专门咧看精神科诶迄落，伊当来做对话对谈咧。你无开麦克，你无开麦克。我拄则写可能写毋对，是4月，毋知4月，我写4月22，应该是4月初8款咱迄个4月初8有邀请，本地是要来，迄个林毅夫伊要来讲即个有关即个语言和民族自信心的议题啦。伊惊讲伊准备袂赴结果定邀请人拄好伫咱的网友嘛，伫咱即个台湾科有一位妈妈伊的查囝拄好顶11月所开始发作有即个精神失调的问题
啊，毋过吼，伊诚，我感觉讲伊诚勇敢，吼，伊可能伊本身伊也有社会工作者的即个经验吼，的经历啦吼，所以伊伫遐就是诚坦白咧讲伊的遮的问题，吼，感觉伊做一个妈妈，做一个照顾者，伊拄着的遮的困难。啊，毋过我感觉伊拢用白话字写吼。我感觉咱即个台语课啊，真正我读遐个，逐个下遐回应，我感觉讲诚温暖啦吼，拢会安尼诚会当讲安尼，诚有迄款迄个同理心吼，啊来和伊对应。啊，所以伫即个中间，我着咱课仔内面，咱嘛有一个叫做柯锡文医师吼，伊介先是较少年辈，三十几岁的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啊，我着甲因介绍，互因熟悉吼。啊来了，因嘛有一寡对话，所以检测是应该是4月初8，我若无记毋对去吼。伊就写4月2日呢？我可能我无去看资料，我迄个可能是4月初8款。袂要紧，咱我较顶下去查看，卖较逐个较讲较正确诶。啊，所以就是我阁有去邀请迄个林继富迄天嘛会来，伊嘛讲做回应。啊，我阁有邀请一个离阮遮诶病院吼。伊专门咧迄个伫即个专门照顾精神病院诶，伊也做护士长啦吼。所以其实即种议题检测吼，足无爱人讲，拄着问题嘛无爱分享，感觉讲袂输啥物见笑台吼。啊，其实即款问题是我是感觉讲。不只啊普遍啦吼，啊，假使若是讲咱逐个较对即个物件较开放，较有咧讨论吼，啊，咁安尼，毋若干那讲对即个患者本身吼，对讲要照顾患者的人的中间吼，的家属吼，啊，要哪处理，啊，要哪开始有一个较健康的对话吼，这应该是正令迫切的议题啦，吼。所以是咱若袂当时间若生活，咱拢会录影吼。啊，所以我嘛鼓励讲，利用即个机会，鼓励大家来订即个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吼 YouTube 的频道啦。所以要订阅，你就是先去 YouTube 遐，啊，你就甲伊拍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啊，你凊彩